我才开啊哦，哎，我开一个，水，破功拢无好，靠腰应该不是安尼。我嘛是好，水哦水哦，等一个呢，搁等一个呢。钓一个呢。等下，我袂记我要创啥，毋过应该不要紧。哎，咱今仔日，就伫讲是打下课，你讲是打下课啊？歹命哦！你好，人咧？好，这会当收啊？你讲 Minecraft 呢？大家安毋安？大家好，最后一摆海信，今年最后一摆海信啊！大家珍惜呢。哎呀，今年无通看呢。夭寿哦！我无收到恁的声，小等者，哇，有够好笑的，有够见笑的。哎呀，是暗时8:35分，咱今仔日含老人会做伙，今仔日敢有目标？应该是无吼，大概拢是一个练小话世界走空。我真想想无。今日话题毋是讲爱分享家己上讲的代志，做过讲代志。嘿，对。哦。我恁先讲袂要紧，我。好，你讲嘛？今年什么代志？上讲的代志。上讲的代志。什么讲代志？对，什么讲代志？通互大家批判一下、笑一下，安尼当做今年上收尾。我来想看卖。明年敢会当较清楚咧，敢会当较巧淡薄。这我无法度，因为无他挂保证就对啊。对，我已经讲甲我无法度，会当控。你敢会讲甲种诶？当时就是做不哩侪讲代志，连我家己拢感觉拢侥幸，我哪会遐讲着？我无信，我无信。无信啊！你若看着，你就会知。有讲吗？真正是。有当时若无困醒，也是食无饱，还是安怎都对啊。大概小等者。你正常诶啊，我无饱嘛是安尼啊。今年上尾一碰呢。夭寿，所以有当时就等下我设计着，我讲 OBS 内底掠袂到迄 Discord 的声。来看下，启用阿曼、叶彩阿曼，新年快乐，大新年快乐！
无伊即摆是几摆迄个海信 OBS 的海 Discord 咧甲，毋是迄个 OBS 咧甲我做开，减36，毋知影是36设定走分钟去，还是开一摆海信是安怎呢，生命减我36赶紧来分钟救一，下无减3点钟哦。Discord 的咱的海信上无，咱放上拢上无开到3点钟外，所以讲，一届爱减去3点钟的性命，差不多。哎，无我敢若会当。哎，靠腰，大了。我嘛是定定搬落的，所以讲无法度。我够济，我够还强。谢你呢。好，大家好，我等来啊。变巧后以后会变巧欢迎巧转来，变欢迎转来。变巧哦，变巧以后会变巧哦。哦，有理有理，嗯，好色，是安那好色哦，安那要写要恭喜现在你看阿水讲就好色，啊啊！我蹦空，我涂骹的空，毋是要弄别项的空啦。哎呀，实在。上歌里啊，哦，无迄是观众，迄个无嘿嘿嘿，迄咱嘛是咱主播的朋友，咱叶才讲。咱先讲。嘿即摆都爱困。是有讲，大家要分享今年上见笑，敢是安尼讲？毋是上讲啊，毋是见笑，是讲诶。哎，我即摆有啊，讲无一定会见笑，笑，也毋过见笑，无颠倒饼，啊，见笑无一定讲，毋过讲有可能会见笑。不要紧，我袂见笑。你会咁安尼讲诶？毋是爱困，还是讲免困？吼，好，我想讲，我想讲，到底是爱困还是免困？困者，来等我者。好，今安尼我食凉诶。我想讲，阿辉要讲，伫咧眠床顶，伫咧眠床顶带，在床上等你，啊，这我款敢会讲即种话，敢毋是？我敢安尼讲？我是有愈来愈无正经，无毋对啦，啊，毋过啊，无做青菜，对，我伫眠床顶食庆饭等你，安尼才有可能。好，会使。含大家讲一声，我即摆早我会按顿来食，所以讲有时阵听着我咧无物件，我先回去咧。不要紧啦，已经赶袂赴食饭已经真歹命，莫个安尼。无是因为今仔日食了小车超。哎哟，哎安尼就袂当原谅啊！送你甲你讲诶，我头有法度。送啦，好食，姜母啊，好食。像今日我有特别传迄个足济火药会当，互大家做迄个烟火，嘿。嘿，是是，哦，对，所以咱就是伫咱厝诶二楼有迄个仓库嘛，嘿，伫遐上正边有两卡箱啊，嘿，拢伫遐内底。对，哎哟，水，在那边有会有，诶，哦，会使家己做呢，毋对，水啦，哦哟，够济，毋对，惊大家迄个算无够开安尼。应该算到有够本啊，使遐济着。对啊，我想讲，虽然拢无特别设定迄个目标，啊，毋过我来用一下迄个自动放烟火的一个机器好啊，会使啊，会使哦，无问题哦。看一下，我来看卖要传。入面床顶无包安尼讲，无包好安尼，对，爱迄落，嘿，嘿，无即个天气若无包好的迄个，
会感冒，对，感冒都寒呢。最近大家拢感冒，对啊，晓得啊。着寒天着迄落，着寒，较会受风寒，嘿啊，嘿，刚较好，着啊个无啥会叮当啊，嘿，啊天气若冷，迄病毒着较有活动力的款，哦，安尼哦，应该是啊，两面嘛较悬。嘿啊，所以讲大概注意，而且风骨头啊，所以有淡薄仔迄种。迄个感冒拢是旋风也是人讲话喙烂跑去扑着种啊，嘿嘿，所以讲真危险。嗯，对落雪啊，哎呀，一边落雪一边咧落雨。哎呀，对啊，就是落雪，就是落雨，较寒的落雨啊。应该是吼，应该是安尼讲。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拄好伫边尔，无因为伊一边是落雪，一边是落雨。照迄个地区，就是哎呀，哎呀，一个 game 的理路。都迄边较寒。迄边拢全雪，拢落雪。我看是诶。所以大家讲有棒哦，棒球嘛就搞讲诶，收败，收败爱保护，看一下，收办有收益的意思。哦，爱保护，为什么？啥物件爱包？使用牌哦啥物件？我使用牌我唔知你讲啥，不要紧，我嘛定定毋知伊咧讲啥。毋过伊也是做爱我的，所以不要紧啦。啊，看无，棒球爱保啥？我煞唔知呢。对啊，诶，感謝所在哦，啥物食刷？感謝。哦，甘蔗刷去边啊尔？主动。诶，我顶摆无来，几下子物件，赞啊而且！爱迄个规气就是先拢参观者。咱甘蔗是自动的，所以讲免去办。哎，伊会家己迄个。诶，包奥托纳，就煮啊迄哦，哦，啊袂老安尼啦，较袂寒啦。啊袂，内底都会做温暖的。也较少啦，毋过我惊衰落来。敢有清气的楼骹的册拄啊，像迄张牌楼骹啥物拄啊？倒位？附魔，哦，原底好，那像通用啊吼。为着这，对，有一部分是为着迄。哎呀，我来看迄个发射的，即等来射迄烟火的时阵爱用。好，我嘛来到研究一下。我应该差不我多。记是爱创一个当发射物件的发射物件的机器，爱有经着，应该买张用 Q 棒，嘛是会使啊。会使啊，互大家通选啊。爱线甲后线真济，所以讲免惊。我有捡着经啊，我创好哎啊，材料我有，哎，好，免烦恼。今日我嘛想要加做一个可可的男字，就可我。好，拢靠你啊！啊，恁崩坑内底火把你插的时阵，敢有迄落规则？应该无。入来因无我有，因是无我是有啦。我拢我是毋知呢拢插到手柄。拢插咧这只手柄是个崩坑啊吼。我去过的所在就是插只手柄，啊嘛，若要转就是，迄火伫咧倒手柄就通转来安尼。好了解。嘿，因为我即马无细去走一下，毋知走无咯走去台啊。袂要紧，我应该是我会当真紧转来。对，对，会使进一下温泉。哦，你嘛真紧诶吼。哎呀，目睭你就到。对，小小的阿狗啊。酷酷的男子，酷酷不是酷酷，免看回来啊，都爱走安尼吼。对啊，系啊，
对，对不对？了解啊，我出来啊，真好。我感觉是下骹迄是阿兵的名呢。我看到，那你走开下骹对。他到你想要落去挖石炭啊，看迄石炭伊也无，因为我即马想要来传一下火把咧。哦，咱石炭应该是有真侪啦，拢伫咧山底，拢会使摕。好，动这个刀袂紧。无一个减的，来像我学一寡石头，啊，要来做我家己的厝。无要紧啊，会使做伙大。那就咱已经拢困做伙啊。咱已经困共一间，困十个间，毋是困共一点，困共一间。等下，有来讲我清楚。你安尼讲困一间，清楚呢？我讲清楚，晓晓。别讲唔对话。都毋拿咱两个，你是咧？安尼就其实就拿迄落啦，工料共款尔啦。讲甲咧，你是讲甲咧是？哎哟，好啊，讲话呢。困共间，毋是困共眠床，晓。对啊。真正歹势，讲了毋对话。你敢伤紧啊？对。所以你感觉伤紧，这毋是紧毋紧就会使会问题呢？就是我也无想清楚就讲出来。我确实是讲，即摆困做伙伤紧啊，后摆无一定。无。我无答应呢，我无答应呢。尊重呢。后向一定是我选的这金宝鸭汤内底有酒，我今日就开始学袂讲话。我想讲，咱无啉酒可能嘛。对吼，嘛无一定偌正经啦。对。我摕几罐来报者。我若袂啉酒就安尼笑啊，若啉酒就会唔知，我这样。若啉酒顶多较正经。负负得正，我有听过无？对。今日不止咱两个，啊，咱已经是4个人。无，安尼是敢是5都唔对诶。5个吧。无，咱4个是伫咧内底，啊，有一位是边仔看安尼。拍手。边仔看，我插回来。有鬼要个有。有皮，若无就爱去抬哦。袂两对爱抬呢，袂当但甲你安尼讲，我小看感觉恐怖呢。你头前讲出来无啊？我绝对毋是你，阿明绝对毋是你，免惊。好。毋过若有需要是会使挂一碟肉来食无？开始练笑。等下我。较过分。别人我会做拍拼正常的，恁放心。哦。有受到压力啊！真正是，恁这都主动进产的所在。有啊。对啊。毋过迄手爱手工。恁无做迄个放水楼的迄个？有，迄就是放水楼诶边啊，遮。那这若你种的话，一排甲价无共款的，会生较紧哦。你若讲，你若讲，迄个宁静有无？宁静边种迄个枯木机，啊，两个安尼插咧种有无？一排，毋是一架啊，一排安尼，会发较紧哦。原来是安尼。恁看有要安尼做无？啊，若嫌麻烦嘛是安尼种就会使啊啦。因为咱是顶回，因为迄水流的问题，母甲头壳摸咧烧，所以就凊彩先来种安尼。好，马紧，我想讲，所以，枯木机麦啊，嘿，麦啊，麦啊，甲宁静，好。雷产专门科咁安尼，人即马讲雷产是骑车雷产，还是正产雷产？对啊，讲到迄今年上讲的代志，我今年雷产2届。啊！
啊，你那不是中国大姐还是水？迄应该是意外吼，对啊，迄水个意外啊。我无讲你这是意外。对啦，是意外无毋对。哎，我恐怖。我身躯那向加一块500是安怎？哈？听起来都恐怖的，什么意思？我家己身躯顶板呢，用板呢，现板呢，现板呢，身躯会落一块。变成我的能力啊呢！哎呦，随时拢有肉通食。毋知好还是歹？是好加在，好加在袂听是。好加在这太人袂落物件，那太人我会落500就害啊！都麻烦你啊！讲拢，咱即马无吧啊，委屈一下，咱一下就好。你毋记得过？我讲向巴肚要讲兄弟，兄弟，嘿，就是伫你需要的时阵，请做你的牛吧。好啊，内边嘿，兄弟你好香。有呢，对呢，是呢。有够恐怖。就是咧寒天足寒有无？就是阿明伫迄个烘迄个迄个啥暖炉。烘火炉。嘿，啊，就向我来愈来愈烘。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卖过来哦，卖过来，我刚哈小你啊！哎，是啥物件？你放心，我无食过，所以讲我过不要紧。我无咧食，所以讲放心。就敢若我甲绿地。哥，因两个会出去甲食了呢。哦。无你个宵夜，你个有宵夜通食。我回一个观众的啊吼，等下好。动作介高，刀，我转来啊。好，你应该紧。咱这想啊，拢无看过，我实在。什么想要来啊？想要来底上尾啊一首，拢无听过，我看有碍叫。哦，送。我是你即马敢有啥物要起的物件？要起的哦，应该是伊莫卖。反正哦，咱拢即种诶。对，咱拢讲即种无啥用诶。啥物件？我讲要起啥物啊？起性起毛卖，起性起毛卖，起毛卖，系啊，啊无起油淡好啊。伊起马秀。讲健康拢讲知，我毋知呢。即马有倒位通好游览诶？你想要去？哎呦，那个变伊，今日那上尾一工那会变遐一届。啊，宴会啦，宴会啊，放炮啊，放炮嘛，放炮已经开始放。对，我下晡就听到人伫放炮，哎呦，阮遮嘛有呢。我嘛是讲伤紧。你确定遐毋是庙会？庙会咧放炮？是呢，无呢，就是我下晡去的所在离庙真远，所以讲应该无可能是庙会，而且最近嘛无啥物活动的款。有诶是迄种游江去进香啊。啊，去进香参拜嘛有啊。是呢，不过下晡时呢，下晡3、4点呢，人应该中昼时就会到，所以讲淡薄仔可能是几个配套咧伫咧耍炮尔啦，所以讲。我敢袂伤歹，直接可能可能多年高应该是 OK 啦。这我无，这毋是我讲诶。阿辉较无水准。
市方想要去宜兰游览嘛，袂歹。我看者会最好算，还是多一个会？阿慧你对安尼啦，莫个安尼啊，真要正有算爱付影。钱呢。等下哦，意思就是讲，若有6钱，就会使算阿会，干嘛呢？有些是钱偌济，每个月只要赞助75块，就会使算下会。我讲有遮俗，我有遮俗啊，全部买一千，对啊，哎，偌济1000万啊， 1000块， 1000万哦。 1000万啊， 1000个迄个会员，就会使算下会。哎哟，啊无3000啦，有无想要去宜兰？拍宜兰是安尼，50收，只用讲50，无遐俗，你手个紧无遐俗，只用画价画50，安尼我花40， 40，愈画愈贵。哦，个在台给啊，然后咧，出较大的5块，5吧。愈花愈少安尼。免啥物买？当你黑白马，黑白哦，无良心，无天良。马。这时阵都爱讲，啊，毋是头一工熟悉对无？对啦，无过怎安怎？啊，都已经熟悉啊，已经袂赴，已经袂赴啊咯。分世界，爱情啊，杭州梦。阿辉50，啊，阿辉50，恁讲的啊，都毋是我讲的。毋是5块吗？啊，我是我最后的温柔哈。啊，你良心大钱？哦，毋是，我良心怎无起来？什么在讲良心？良心互阿辉补去啊！等下，莫报，你看我头顶有2支钱，我头顶有2支钱啦。够水呢，看，你袂歹啊！啊，剩1支尔。要紧，我会当佮家己补一支。啊，我想别，听。想一个我今年发生的做袂记的代志。嘿，请讲。我的网络前几阵换线，嘿，换差不多要半冬啊。我最近一直感觉讲网络有问题。因为我直播的时阵伊会云格遗失嘛。嘿。我是想讲应该是网络线的问题我一开始是怀疑我机仔的问题，我就换一台新的机仔。结果机仔换了无改善了，我就去爬去我的，因为数据机是天花板呀，我就爬去用笔电插落去速度，发现讲是我网络线伤慢。线换了啊。同款直播的时阵的问题。尾仔电脑电源就好啊。那是电脑问题。全部拢走一抓怎电脑电源电开就好啊，安尼啊。迄阵有去用一个第6个软体。伊就动我半冬。原来问题拢是对面来的。是安尼讲。我毋知。安尼讲嘛是无毋对啦。对啊，对一半嘛，无讲是啥物问题。我来换一下我的外观的，等下甲转来嘿。好啊。这宴会会使办啊，迄个机器用好。哎呦，先当翻点，咱就会使，甲迄个宴会等入来，这箱仔内底就会使。好，我来
看卖者会当做啥物款的烟火诶？阿辉，对面的较芳无啊，我感觉对面的拢刷头味哦。哦，因的钱是刷头味啦。因的钱我感觉真紧就会落价啊，所以讲，最近有去呢。最近过去，啥物件？你拢有咧关心都会这啊？钱落价。因的钱啊，对面的钱。因为我还有2万还未。未用掉，所以讲，迄阵疫情，我咧紧张。疫情迄阵那个，头， 4.2吧。我换迄阵是4.5。哦。即摆偌济？然后即摆7.5，有哦，应该有。哦，去转来对啊。系啊。哇，我去转来。去转来就是咧协会疫情的时阵无加买过。伊即阵嘛是看伊嘛是足恐怖诶，看有。迄阵就想讲伊应该袂去转来啊。世界拢嘛毋若因足侪物件拢落价。股票嘛是啊，迄阵有票。美金落足济。这真正。我诶口罩嘛落足济。你口罩嘛落足济，啥物意思？但是你讲你诶关卡。我即摆为着要处理网络诶物件。弄掉。拢开去安尼。我其实只要监管的啦，免开钱。全部诶设备拢换新诶。这无法度啊，迄阵毋知。对啊。这嘛是无法度诶代志啦。3000块飞机。我即摆算毋知要创啥咧。咱来家己诶手啊拢测出来。测出来。好啊，还是等下要陪我去下骹遐，甲迄个空学愈大。好啊，来学空，我上爱学探空。但我即摆刚发现我讲这话，敢若无适合。你要讲啥物话？啥？就是阮敢会当，有一个空，甲球是盖落了，胃内面放烟火。你在遮凶啊？你是受着啥物刺激啊？你是互阿辉害去啊？啥物来讲？我安尼讲，敢若袂使。即摆啦，人压力足大诶。我讲听了毋对。你是毋是想要甲你诶人客，还是你诶顶视？喙讲。你看伊诶笑声。头壳内底想诶是顶视安尼。哎呀，安尼甲阿辉阁有啥物差别咧？我敢安尼讲诶。已经讲啊，袂赴啊。我煞想一个，我今年诶讲代志有啥咧？我要想一个。熟悉着我，无啦。哎呀，那会讲遐紧？我啷是啊？要哭啊！这好大呢，那讲是long大。哎哟，想一个，因为我逐工拢可能伫咧做工代志，所以讲，安尼你今年敢有做啥物较巧诶代志？敢袂当？敢有安尼问诶？我是嘛想做。敢若嘛无啥物巧。敢有？哇！上啊！逐工拢戆戆诶啊！我逐工拢戆戆。无你是欢喜诶啦。我感觉一直就巧诶。嘛无。
我是袂讲家己有介巧啦，也毋过我看者，总是爱欠起。我看一个，想是介巧啦。无，我是想讲，我之前都有破文讲我家己做了啥物戆代志，我看者，煞袂记安尼。你顶摆我要讲诶，第几名？第4名。毋过第4名就算无名啊，就差一点啊啦，差一点啊。因为奖品股发到第3名尔，无细字摕第4名去。所以叫你应该来参加我的比赛啊！我迄边够有钱人去哈。因遐嘛有钱，佫会使摕100度啊。毋过你是讲第4名嘛有钱吼？我看一下。我遐第1名、第2名、第3名、第6名、第9名、第18名拢有钱。我只是分家己这个只少尔，安尼嘛。我只是应该是我只是第1名到第3名，啊个有着诶，着甲上济，啊个无着上济2个人安尼。我今日算，我伊部即摆毋是新诶，迄张是跟大舌头共款吗？你是讲太金庆典？不，迄个手机诶。手机诶。伊即摆新你有升过新的版本啊？袂，我嘛是用旧诶。伊即摆就是伊迄只新的伊部也当像大舌头共款，啊，毋过伊敢一点尔，就变几个出来就几个。原来是安尼。听起来都是跋筊诶。对，咱比赛就是比跋筊，对啊，送较高跋杯安尼。对，就是安尼。像破死杯。像你简单的问题，我知。哎呀！咱会当找一天来开，迄个经验歌会。会使啊，毋过我会晓唱较旧的歌尔，伊较新的我拢无啥会晓。我现在嘛袂晓啊。较新的。来拢唱旧的安尼。较新的是有偌新？伊刚有出现歌曲无啊？是毋是无？我无看伊。毋是有早有迄首。B，了后佫有迄个有手那碰哦，迄条。无讲做假伊，我嘛是迄个。早知卖淘汰。迄是迄呢？这合配呢？迄独立甲团呢？会晓。毋可以袂歹。我看特别。我会嘛小吹是。我昨个有听着2条嘛是真厉害的少年人写的台语歌。一条要讲伊无注意徛着银行的马啊。我看到咧。迄条特别呢。无是看到你伫 Threads 内底分享。对啊。就是迄条嘿。个另外一条是我的 Instagram 有分享的是迄个，I thought that we care。歌词的作迄个听话的。像OBS 变呀。哇，因为做年会。我唱调调好听，无啦，但讲嫌啦。有啦。那是乌啦！我知影你讲啥咧，那你。我咧讲啥？毋是乌沙基啊，毋是，我想讲迄个舅。哈？你讲乌啦？乌啦！对。有看少少人，才有看少少人，几个？我上爱看，我嘛有看少少。无。我上爱看。好有无？
你讲伊，听起来应该是无。哎，小派呢？叫我看呢。较大只啊。好，哎，对，我看一下。啊好啊好啊，我唔知我要创啥。啊，要困你。你看你看，阿辉你看，哎，真好水水。阿辉你看，真好水水个点面积。对，对。哎，这个哎呦，好高呀！国校的阵老师叫人家己想办法唱。迄阵台语课堂拢安尼啊，阮迄个老师拢安尼。遐自由着。一分段。对，确实嘛是安尼。对啊。这无法。哎是伊家己敢会晓唱？我毋知，我毋捌听过伊唱。我嘛毋知伊敢会晓。我迄阵足济拢是家己嘛无一定会晓讲台语，啊，着急人呢，着班导，着落去迄个，落去教。哦，对啊，无专门教台语的老师安尼。对，迄阵无。即摆嘛无一定，即摆有诶学校嘛无。我较早学校是有啦，毋过嘛是伊嘛有甲别科安尼。老师的名是毋是叫做乡土老师安尼啥？对，迄是迄科目叫号做乡土还是号做乡土无毋对。因为迄落若有原住民的迄落同学，因会去别位上因国语的课安尼。安尼，了解。我遐学校进前是有安尼分啦。好吧。有知名の杉本。我真系袂晓日本话。迄落Golden Kamuy，还有伫北海道世界食物件。有，我怎听介记，我知影迄出。对，迄出嘛真好看。对，我一直无看。你会使看，你会看，若对日本的历史有小可了解，你会看甲不了欢喜。倒一出。Golden Kamuy，华语号做黄金雄威。哦。有听过。原本主题是伫北海道要找宝藏黄金啦，毋过较济是伫北海道有啥物通食，搁有啥物动物仔通食，通安怎料理，搁查甫人甲查甫人互相相演。我会记得我有听讲过迄个演艺，就是演绎。对，因的表情，因的表情拢真奇妙，真正真奇妙，所以讲有兴趣通去看。了解。我说嘛，应该。想要食看卖其他塔普，迄个我毋知迄啥。迄是我会记你是，敢是不会鸟鼠啊？是其他塔普我袂记，因为因的北海道因嘛是有家己原地语言。你叫咩哦？你伫对？我伫迄边啊。你伫？我哩啊。到位。我哩啊。你后边。伊嘛是对你啊！等下我来。会有人去拍进温泉，啥啦？进温泉啊！要做牛肉汤。牛肉汤，还我做想要食诶，足久无食。出代志咯！遮就当互你体验台南。哎呀！对，哎呀！我觉得台南不是用钱。牛肉大片完了泡汤落。其他它不是迄落肉倒互脆，摕去搅物件呢。
叫物件，迄肉是青还是色诶？我看下哦。我是车题目，我看下，应该是青，对，应该是青。哦，应该是青，因为若是色诶，无法度切了伤幼，还是讲，迄看起来是淡薄仔像一糊安尼。糊。嘿。应该是像那段呢？像啥物？那段。看起啊。应该是袂啦，就是你讲伊是黏黏诶规丸。淡薄仔黏黏啊，规丸安尼款。哦，我做无法度想象诶。啊，就是迄落寿司，毋是有迄落ネギトロ，就是暗层啊，剁好脆啊，放伫碗顶面，迄种诶，迄种着啊，就是切鱼仔罐头啦。哦。迄种感觉啦，迄种感觉应该差不多。就是鱼仔罐头内底毋是熟诶，啊，家换做是切迄种口感应该着。啊，若无就是去食迄种寿司店内底，我找一个，我找一百度。你可暗暗。阿妈，我看下，阿妈，鸡头肉啊有啊。咱饭店正正要共小姐问，是毋是咱讲旧年快乐？啊，饭店了就变新年快乐安尼？应该嘛是会使的。会使就好。应该无，应该是安尼。我感觉袂歹哦。我搭伫咧 Discord 内底。我来看卖。就是其他部就是顶面就是泡脆吧。啊，恁若要体验讲啥物款口感，会使去寿司店内底点一款。哦。嘿。我知这。就是这个菜就好食。哎呀，这真正有好食。这会使。嘿，会使先为这个开始。了解咯。迄个肉铺应该会促成肉丸煮汤，嘿，有嘿，啥物？哦哟，我知有哦哟，酸椒呢？无啦，酸椒的尖脆骨啦。伊对你较好。所以这迄个日本去嘛是爱甲讲我要食其他塔布嘛，是爱讲其他嘛？应该看有咧卖无，因为其他塔布即马敢若是因为有糖的问题，所以讲无啥店敢卖。哦，安尼哦，了解。我无爱找一其他塔布。RESTAYNT。看者应该是嘛有最熟的，啊，毋过是就是像肉丸安尼，对，变做肉丸。无做迄种的，无做迄种的，一定拢爱煮过。嘿，若无煮过，人若食歹巴肚，也是食了破病，就淡薄危险安尼。OK。哇，各个病无人应该做啦。嘿啊。就是惊食到破病啦。啥是轰动哇 ？YouTube 过来讲动啊！佢看咩啊？看咩？变垃圾界加落，本数嘛加落。咦？是。来对老卡。来哦。会记啊，你的鼻康。我真的，所以唔是话要学诶，这唔是话要学诶。鼻康站。我应该摕签嘛，毋是摕滴，我按对规碗还佫伫食。签嘛，哦。我已经差不多要困去咧。你应该差不多要困，你遐紧着？你要困？像。
我要困去啊！哦，你要困去？啊，跟着。你困眠时间到啊？无啊，你明仔载就困，你明仔载毋免上课啊。当早起起来看日出啊！起来放啥？边看日出吗？你毋免扛大台抢时间啊！大台结束，咱无代志做。无大台，放因开。大台是一回事，有人看嘛是一回事，所以讲。反正大家拢爬袂起来，对无？安尼讲有理呢？人是伊讲的拢有理。我剃头贴温泉啊，无。你这头乌乌的。啊，直接贴落吼，好，我来明日再来。你就要伫平康家。哎哟，上哪断？哎哟，断个无意。对啊。哎呦，啊，双赛。这应该袂出代志啦！啊，要出代志！哎呦，要出代志！阮若是假讲话，这真正两面出代志呢。出代志，两面就出代。做老诶。咁因为我想讲，上无到最近嘛是有人咧唱啊。敢是安尼讲诶？我嘛毋知。最近我 YouTube 拢是永远都袂过。永远袂老啊！我 YouTube 拢是小巴咧唱，我表现呀。足够对呢。个有出新诶，你敢有听过？有，我袂记得。等你来看。伊唱 BBB。哦，对啦。迄是有啥机？毋是，刚刚是小巴。小巴吗？小巴。小巴。小巴 BBB。即嘛刚刚2条嘛，对无？我要来等第3条。第3条要唱啥？毋知。敢会使戏完？对啊。我想要听 Q 这首。金包音袂歹呢，我也袂歹。因为我刚刚也新婚唱这首歌就是法的。啊嘛是呢。倒位啊？别人的性命。哦，恁是伫厝呢下骹哦？是伫平康。平康上下骹。上下骹迄骹。我进前学迄个做大坑。嘿啊，就是我知。下骹真快迄坑，就皮康的楼骹安尼。皮康的楼骹，即马伫台。对啊，我应该要先带你来皮康，无你毋知影皮康伫对。啊，嘿，对，还先多咱者。对啊，阮的交代不周，歹势。不周。哦，我来啊。看到恁啊！看到啊，对，就是为遮来。好。你要学到啥款的？我一直为头前学安尼敢对。会使啊，这个扩大。好。我嘛毋知影学这要创啊，安尼太时间。我想讲用蹦的应该较紧。若要太时间，看有要学。地控站无，因为地控站伊物件较丰富，差不多物件拢，啥物物件拢有。正常是学着一坑是旧的炭坑。对啊。毋过我说你的话，敢若是拢其他的资源较侪啦。啊，你若讲要啥物物件拢学会着的，地控站迄边是较侪啦。是，即马是伫。54地下54，对，54。地下54的话，差不多拢是酸椒啊，甲红椒较侪。有笑。无，因为我手顶头无铁啊，我来学一寡铁啊，好啊。嘿。我直接摕就好啊，他会遮客气。咩啊？咱主要是共产社会。那个
无毋对啊，到东是啊界嘛对啦，嘿啦，嘛是的，大家资源拢做伙用安尼啊。你。啊，我来有声，较大声，较大声。社会信用分数都加10分，水啦，呀，社会信用分数搁加10分。哎，水啦。比较好笑。这个人真的。是阿炳特别去吹，当时还是我着金啊呢，嗯，看来会过我着金啊。水，我一出手就迄个一出手都金啊！哎呀，点少神金，应该找你你嘛这去。囡仔会当这做迄啦。会当你很大当用，啊，若若甘心乌头嘛会变成金哦。啊，原来就即句俗语话啊！你是咧笑啥？哎呀，玩对头，我毋是讲。啊啦，无开玩笑，搞讲话，搞讲话。过关感着毋免六件保爱嘛，是爱拉吧？这边恁要乌偌大？我嘛毋知。就是愈大愈好，因为无毋知要偌大坑。若要乌团的话，会使计4计2计吧，2计乌2计。好啊，嘿，计2计乌2计安尼，等下我乌互恁看。哦，我来去看。若要乌团的话，安尼有无？人咧，安尼是毋正平倒平拢看有啊？你若乌甲底有无？乌甲底正平，一人乌一抓啊，嘛免全乌。嘿，哦，火团拢插咧正平，好，火团拢插咧正平。听，安尼你乌紧啊？好，巧呢，我较紧。哦，咱毋通看有无伊点哦。以早你看有乌无点拢安尼啊，若感觉伤乌，就甲插火团就好啊。好，好。水。乌皮康的真功夫，对啊，你鼻孔就是爱顶进来乌。嘛是啊，哎呀，咱这蛮有技术的。无毋对，也无会流血哦。两面乌出来红红的，我错使温泉。哦，我想讲你是讲乌鼻孔乌甲会流血，我想讲是安尼。共款拢红红啊，拢烧啊，乌咧就会发错使。啊，拢会疼呢。对，哎哟，哪只恐有怖？理无？有，伊讲的拢有理。伊你讲的拢有理安尼。对啊，真正无想着。有够烦的。啊好的，更讲拢讲遮的。嘿，对。啊，你叫我，对啊，你搞叫，那个大家人拢想一句啊，伊讲的拢有理啊，啊好的讲啥物拢嘛好。虽然无共音啦，啊毋过差不多。差不多啊。我搞就笑诶。阿慧咧，互恁想。讲啥物拢会起火吗？我咱无啥好咧吼。无啥好哦，啊毋过反正有理哦。紧咧。想者阿慧要。啊，无一定阿慧，阿姊嘛会使，无啦，火姊嘛。会。阿慧讲话袂花花，无迄花绿绿，歹势。哎呦，会花哦。花花敢有人安尼用？少咧吼，较少啦。嘿啊，应该是无啥物地用。淡薄仔歹想。不要紧，其实我也想无。今年上讲的代志，我阁想无啥有咧呢。哇！哎呀，我嘛我想起来，我今年家己创着几啊届。
烫着煮食的时阵，烫着，嘿对，啊，我想起来，我甲豆腐豆腐迄落，我要有山椒呢，我豆腐我要摕鼎，啊，拄好伫煮物件，啊，结果无先温水，结果无烧起来，因为迄落豆腐的纤维毋是面，所以讲直接黏伫鼎顶，所以讲，想买，所以讲，我即马有。你若迄小可代志我买，我是水无用，我水无用，就是无够，就是啊就是用水无用水的，对，买凉掉，这正常诶。结果，迄落我即马有一口较细口的鼎，啊，伊边仔就是有一角有我的豆腐的印，所以我感觉。正常，两面面顶就对啊。对，我真想要甲伊烧掉，因为插目讲碍叫啊，搁要用，所以讲，就掉伫遐，实在。你若要烧鼎内底爱滴水哦。啊，係啊，那无滴水连咪变掉。哦，鼎会烧用烧的，用洗无都洗掉，因为已经掉伫顶头。哦，水哦！我头拄嘛学着2粒。这是毋是刚刚我袂晓煮食？真假？真的吗？你刚天无会煮？敢有准神？看你的泡面内底敢有掺料无？有掺水。水毋是料呢？就是讲要食大面嘛，是要掺水呢？嘛对呢。啊，掺迄个粉啊。调味。嘛毋是完全袂晓煮啊，毋过就无咧煮啦，应该安尼讲较对。豆腐做面筋切面，这我是无啦，这我是无。啊，豆腐无清气呢，这边会生条呢。系啊，规边的烂伊呢。有咸。恁红椒够欠？无咧欠诶，无咧欠诶，吼，安尼我拢卖。会使学起来，无要紧啦。好。啊，会好就会单调。无，我来楼顶摕物件，我调工诶。好。啥物件单调？你好单调。红椒啦。红椒。哦，你莫遐紧张。我想讲，我无重要啊。无你真重要，因为你是开人，你是爱开想啊，所以讲你真重要，敢袂使？会使，安尼听起来我也是有淡薄仔路用诶。哎呀，混好食，我学纤维口味啊，对，毋过我是伫鼎诶外口，所以无啥要紧啊。伊都按慢反应。本地就无清气啊，所摆会负得正，毋是安尼讲诶，你连咪真正规面伫咧烂伊。好咧，安尼我来讲我今天讲代志。好，请。就是我就是我之前有一张我讲到要好。讲到要考出来。无啦。我爱困。靠腰哦！水啦！听着伊袂靠腰。你无简单诶，就比你无简单诶。哇，做险身诶。比咧安尼，你看搞。有影。厉害！你好，我个目眉哦。有没靠腰？请继续。这个我就讲就是我有一张，我查某是会准备便当去公司遐吹。嘿。然后就是伊有电锅，我水倒咧嘛撇落了，我就去做我的工课。然后差不多1点钟转来，发现为什么我的便当无烧？我就发现讲我无插电。
啊，我嘛会晓，这我嘛会晓，我当时嘛是吹杯，啊，结果无插电。那一摆，我几六摆，几啊摆哇，哇，这几啊两三摆摆以上吧。日式能便当，我拢是青，哈拢车，啊，这嘛做你咋这红嘅？欸我学来外口咧，哈？诶现在我到外口去，后壁是另外一个洞区，啊，我想讲我甲面顶去啊，对啊，我想讲他有法度，行到落来，哦，真伊头讲头拄啊迄段真落来，震落来，嘿，震落来，爱留落来，啊，留一个纪念，啊，是到迄个出道的时阵，啊，你感觉？你到的时阵睇讲，你看，这就是老人会的水准。诶，让我想起来，啊，讲到最主要想起来，顶回我个会记有一个无熟悉的家长还是观众来讲，爱带囡仔来看讲，看咱的记录，啊，竟然会说出这个，我会记得，我会记得，所以我我会记得讲迄个咯。甲伊讲一定爱，我叫阮囝来看。嘿，爱做伙看，爱迄落，所以我才讲爱家长做伙看，有淡薄仔无适合的内容就爱。对啊，到时阵囡仔咯，爸爸靠腰。嘿，我想起来，我细汉时阵，阮小弟真正有安尼，我小弟真正有安尼，伊毋是讲靠腰，是讲较严重的。啊，进前就是较细汉时啊，阮小弟还个一直差不多5、6岁、6、7岁5、6岁啊，袂记你去对，敢若是去亲戚因兜，啊，结果转来。毋知影去倒位学着一句迄落对老师要创啊迄种啊，所以就安话就对啊。嘿，老师啊，我毋知是安怎学啊，结果伊倒来时阵，伊就一直喊阮阿公来讲，老师，啊，结果阮阿公点笑，啊，结果阮老爸真生气，笑，阮阿公在笑。阿公在笑，我唔知，想喊过出笑出来安尼啊，我真阿正唔知公应该是讲我孙仔都高追的啦。哎，我感觉是。我边仔听我想讲啊，你拜啊你，你看嘛，你我听讲恁拜啊你，啊结果阮老爸真生气啊，摕迄个扫帚啊，直接被人笑了，哦，没有，你才刚笑了，就直接笑了呀。我点，哇，生气啊！说想到这样代志，哦，这有影好笑呢，我原本要放袂记，结果听到我生气，讲好这站。这就是囡仔人有耳无喙啊。对啊，有有人就无学过，就会学袂赢。先讲看嘛，看怎？嘿，毋过我应该是知影讲，阮小弟应该知影讲，迄字是无介好的字。毋过我毋知影伊是安怎会讲啊遐欢喜。嘿，对，可能是要吐皮疼，是安怎我毋知。对，陪get 啦，囡仔人拢嘛 get。嘿啊，哎，算少。我小心讲点。用伊讲因细汉时阵啊，袂当讲无聊，因为你若讲无聊，你就讲吼，安尼我就甲你拍到最无聊诶。哦，这真凶诶！我像你讲，那就拢袂当，就是较汉尼咧讲无聊。哦，那就捌听过啊，真凶诶！系啊，啊，伊嘛介无聊咧。对啊。哦，小拍大家无代志聊，就人家生史莱姆出来啊，对，哎呦，我头拄叫伊抬死啊！哇！快点，啊，史莱姆是谁做下面看？我学这康就是为着要带伊去。这个大只，你有要过来看吗？无
我要去，你对。我一开始学的同工。哦，你开始。我等你等做久啊。我来呀。伊总算是出现。哦，安怎靠腰倒步连顶底插无，咱遮无遮服务歹势。哈，什么服务？对，学安怎靠腰啊，倒步连顶底啊，个这样唔见有人哦。你说干哪学啊？哦。呀，啊，迄个。正边即做。你目睭盖大蕊。对，就是这就是史莱姆。哎，别搞怕，等下。我刚才在改炮倒。我要不看到咁个袂到。就像，就是你感冒迄种诶。感冒迄种。你讲你诶老片诶片啊？鼻哥。啊，伊原底就是即款的啊，原底就是即款的怪物啦，所以讲。原本就是在片。生做敢若乌蝇，毋过是青色。毋是乌蝇。毋过互伊摸着乌蝇。嘿是。而且人歌词内底嘛有写过啊。迄条吼。有啊。你若要爱我啊。我叫乌蝇。高高嘴，小解。真正高嘴。想爱金珠甲乌蝇。好些。无我拍电脑有一卡想啊，我想讲无炸插头，我倒做想啊，结果我身躯顶有想啊，头放物件。水啦，毋过。我今晚要来做手算麦块，接手来做我 Pokemon 那边的人物。为什么你不来做？真正无用嘞。刚才有一粒石头无人学着。敢毋是我学的？我想讲要食暗顿，结果猪拢无法度叮当。会使？你嘿，我用国语讲，你左键按着之后，然后 F3加 T。F3加 T。哦，你是讲也是那个主动。那个角度瞄好，你蹲着一直往前走，它就一直帮你挖。对，在夹挖。我进的是安尼，唔叫我就叫一声。原来是安尼 F3。哦，砸掉歹势。说你有。你敢啉淡薄仔水？免，小砸掉尔。你会淡薄仔管。对，食物件有淡薄仔无法度控制家己。哦，是这康啊。你学中奖。学中奖。我这个。我那讲话阮当鸟啊咧。你做啥事？哇！这个水准是去倒位啊！你讲诶，我无讲话啊，后面我讲诶。他们我讲诶。哇，实在是加落来。我来睇睇迄张讲诶。你讲诶？对啊，是啥？我无听着，佮讲一摆。头拄仔迄只口，头拄仔迄只啥小是啥？迄敢是音效版。我看到就伫头拄仔迄落豆叮当尔。哦，原来是你。
哦，拢是你啦，拢是。嘛酒也好。因为我平时都伫遮手柄啊。哎呦，这专业诶。啊，你得乖乖食饭就好。啊，无多啊，头多吃个无好啊。哎呦，你敢咧讲检讨，你有够凶。真正有歹。系啊啦，人迄个真正带迄个囡仔人来做伙看。我爱先含因家长讲听讲恁大人拢拢个红包，包。啊，恁该教囡仔者。我不是看无啊，做啥？啊，我就看无啊！你哪会使 Q 盲包？喂，我上爱用这啊，看无啊！恁遮敢有准备粪扫汤还是？我准备要讲，恁遮敢有准备迄人过诶？无呢，我车读书呢，我无呢。歹势，莫甲我过，我无钱，我啥物拢毋知。啊，你讲啊？你想要讲啊？啊，想我清楚哦。可能准备律师团哦。嘿，爱看你明仔要请倒一段啊，较专业还是较免钱诶？无传票都寄给恁兜啊哦。哎呦，敢有律师团诶工商服务？ 3分钟工商服务之间，来，大家若有青春不老完。我只老公老哥会使搏偷刀。好呢。我都袂记迄几段要安尼讲。我来。而且偷偷讲啊，怕对。好多关在咧讲啥？偷偷要讲啥？我袂记你啊。再继续，律师嘛，律师要请啥？真的有比较免费的那种，给咱，哦，给咱记定的。我是有知影有免钱的，嘿啊，应该是工作还是法院会派免钱。议员还是立委应该服务处就有啊。有嘿。哦，完了，哦哟，会使做法律咨询啊，拢会使。嘿啊，有问题拢会使问。会当去啊申请。即摆用我的优惠码就会使，无这种工商服务。现在有这种优惠码是点红格哦。你做过？要照卡。有迄个呢，法律系 VTuber 唔知敢有？啊，有啊，有吼，会使合作。有啊，有一位 Ecomic 啊 ，Ecomic。我知影有医生，有医生，哦，医科感谢各大 VPN 厂商没有赞助。你都已经各大，他有可能当这赞助。嘛是呢。对啊，拢对手呢。拢过落啊。所以拢过落。毋是讲各大，毋是讲各。好，细只僵尸，哎呦，要求，哎呦，要求。看要细汉个台戏。无迄细只家人上听呢。佢拍袂着。会飞呢。啊，会使做汤啊，对吼，头拄仔讲迄落粪扫汤啊，无过会使计罫。无，是讲讲你会使做汤啊。啊，不要紧啦。我即马咧传啊，因为伫地矿站这边，我想要出一个 OP 啊专门的。哦，好啊。刷去 VPN 请来工商，我嘛就想要接到因的商案。因为我有需要用到，虽然讲一礼拜就一概念。啊，毋过嘛是对啊。啉水。哎呀，嘛是会用到。那
我即摆用免钱拢无讲介稳定。找看完地控站，你咱会使使用咱的，嘿，嘿，使用啊，我会当工商服务。哦，啊，你有哦？哎呀，这专业诶，这有生游戏诶，只要有对面诶，以前没听过。打开微信搜索网易悠悠加速器。你这有感想哦？这我唔知，这听起来就有收钱的款哦。危险对啊，这我唔知，这我唔知。啊，你个甲咱同齐开台你两边玩俩伊，我无法度报你我表你去你遐哦。哎呦，啊，最近嘛是迄落想对面钱的这种话题嘛加强啊。这大概听讲统计起来有20万人呢，要死我。哎呀，伤济啊，20万。咱这2300外人，安尼咱家才5个人，无啦，多数顶头啦，嘿，多数顶头才2300外人，啊20人安尼就占偌济，我不要算数，所以讲等下啊会做好300，有1%，你要1%。2300万啊！你个加，我这设定走去，我唔知我伫倒位小等啊，我知啊，好多谢。哎，安尼有差不多。好，差不多啦。差不多偌济啊？我40哎，我万。这边一年坑的迄个酒我也看起最好食。对，真正好食。你这我是看着，啊，这样看着对啊，我这他来看，我今晚在来看诶，我的推特，好食。哎呦，那边那哦啊，伊巴好食无？好食。我这边想要先做一个生产的基地，啊，这个生产的基地吼，我会放水桶，加迄个马古嘛，台语有迄个甘蔗嘛，甘蔗，哦，不是马甘蔗，还是甘蔗吼，搁一个放一个甘蔗啊来做粪扫桶安尼。好啊。啊，我买做防止拔落的防止拔落的迄个。啊，好。无到时阵个做地人要等粪扫，等的规个人拢落。规人都落去。敢若像迄古早时人伫咧水沟底，伫咧便所时放会煞无伊。迄种晒坑，嘿对啊，晒坑啊对。无就顺线放水流。哦。安尼阿明敢有说我斗3工，还是我小等才来？可以啊，你会使开始学啊。好，我这边做一个经理就好啊。啊，你学你会使开始学迄落。这听起来应该出现着啥物盗版的？你这样年会无法度看影片，那是啥物？啥物啊？无伊度讲的我唔知。咁要买10倍？无啊，袂，伊讲有，我敢唔知，我唔知，毋过我还袂。伊靠我泡面。我无10倍啊。哦。你几岁？我17岁。3岁。要，这个更较少年。对无？你2岁嘛，对无？我也无记唔对。这样，安尼我几岁？系啊。安尼我几岁？哇，大家拢真少年，阿慧。对，这边阮袂使伫咧，叫我写出来讲我几岁。我会记你刚刚讲，你若讲你几岁几岁，你会甲你。敢若14岁以下就会使，伊就会使甲你变成考啊，你个对，考试又无去啊。考错个你睇下。迄个阿慧，我即马吼想要甲，因为这是主要要学迄落铁啊加一寡自然的所在嘛，所以可能这边话就是
东西南北，江春水，东西南北四个主干道。嘿，东西南北四个主干道了后，主干道搁两家安尼哦。哦，好了解。嘿，主干道的话，我想要做四家跨道安尼。好了解。主干道做四家跨道，拢看有要统一为主干道的正边学无？因为你若讲主干道若两边拢学的话，我若西边甲北边两边拢学的话，嘿，有两个卡无到啦。所以咱就为正边安尼四家。嘿，嘿，对，东西南北的主干道拢学正边，两家学正边，安尼就会使学着上紧的效率，上多的看安尼。来小看一下。主干道就交互你啊。这边较拖开咧。一开始主干道嘛，毋免伤长，咱差不多这火炭甲火把甲插到5支差不多长啦，5支就差不多啊。OK。过来就开始，会使开始为正边学啊。我来啊。我帮恁看这个。嘿。我看这个，我看到我那 Discord 里面啊。好，我想。哎呀！这是我每年新年新希望。每年愿望就是含这只鸟同款好去啊。对啊。我就是我好野人的鸟。最好野人的鸟嘛袂歹。对。爱看主人的个性吧，无迄主人一工甲毋甲伊掠起来输。嘛对呢。我甲你讲，掠起来输比甲互你摇，互你甲你拍，甲你虐待，更较好。哦，嘿啦，对无？道理。嘿啦，你讲的有道理啦。你讲的有意义啦。原来有啊，那个啊。有义理，安尼咱这边啦，有讲甲有道理，啦，有拢变有义理的安尼。哎呀，咱讲话有道理啦。哎，那就走过来，有歹物走一摆，我该泡倒啊。是。就是为遮搁搭继续学对无？即摆吼有。东西南北四个主干道嘛，主干道学四家跨，长度差不多5支火把的长度。好，你若插到5支火把就会使停落来，拢为两家这学正平。好，我来试看卖。两家学正平，安尼就会使用上紧的效率来做迄个学炭的所在。OT 啊，还是啥？伊迄就做效率的。我来试看卖。我想看卖哦。计4家甲对，计4家甲对。真两，因为迄个像铁仔的话吼，铁仔啦，也是讲迄个石炭啦吼。铁仔。伊会小念变做大地嘛，所以吼中计4家，你看伊即边的主干道无？主干道1点嘛，正边这1、2、3、4，对，安尼学2个，直学落，安尼上紧会使发现上济资源。对啊。透动，安尼好，交你。我这边准备一寡物件，我甲这边用较舒适的。想看卖，炭无够，我来楼顶。1、2、3、4，这样。阿辉那无伊。我来摕物件。去楼顶。
哦，伊去楼顶，我想讲，较过早一招是吧？半年前的台湾，因下年是爱拜天公。飘飘，那这位处理是搁较大坑。哦，无紧，这位处理若搁较大坑有无？你下骹做迄落石仔路，做石仔路啊，照上较乌喙哩，因为伊就是一个嘿，国过，伊是一个规模的迄落作业，啊，要互伊规个拢，若要摕到资源的话，就是用规模作业去递过即种天然的坑防坑啊。一个人啊，拜拜，拜拜。天然的上好。好多时候人跟鸟仔讲话啊。我想讲无咱会遮温柔。哦，你是嫌人平常时讲话无温柔哦。是因为我嘛拢啊，无呢，我对鸟仔上歹。这真的，你对鸟仔上歹，这真的。恁对鸟明明就遐高水着。有时做迄落呢，做到180菜。伊迄个就是爱叫你看伊知无？我真无爱咧。是安怎？你想到一个状况，就是你可能半暝4、5点，就给他180菜。唯一个看的鸟仔剩小巴尔。你较好啦。无呢，伊会甲我好做困。我来细汉时阵就安尼，即摆大汉较袂啊。阮当时是几岁？啥？阮兜啊？你要2岁外。哦。正常啦，阮才7岁啊。你要6个月要退休啊？退休？敢是安尼讲诶？你要退休呢？遐就有鸟仔科，结果伙计讲，特别对鸟上歹。毋过爱记住，毋知上尾仔是啥会欺负啥。对啊。给警察甲你啊。鸟啥吼？无你爱点迄种无糖的迄种的啊。你爱要去买迄种，就是糖会死去种药啊。来当咧鸟咪身上。嘿嘛，是爱定定洗身躯啊。我知。你是走去？我走顶头去。我是讲那遮有多。阿明要讲的就是迄种嘛。4、5点，人就咧困。无看你。在正常啦，即摆差不多2岁，拢正常。因为有一阵看咩，搁伫遐走来走去。实赞。应该是你一直为迄落楼梯爬起来，应该就看到咱的名。阮兜的是吼，伊4、5点180菜吼，还佫无要创啥，嘛无要食饭哦。伊甲你吵起来，就是叫你甲摸尔。正常诶，对啊。摸就无代志啊，摸无代志。我那个。摸就无伊代志啊。就是好啊，你可以退下了。很烦。阮的是甲吵起来嘛，毋知要创啥，甲摸伊嘛毋爱。落地哪行哪落马，你是安怎？无，你就是惊你无喘气知无？你甲你叫精神，看你有喘气无？我听过有即种讲法，无毋对。伊甲你叫起来，惊你困伤清啊！毋知你有喘气无？你刚死去安尼。你吧？毋是啊，你头拄哪行哪牵，你啥？伊摕牛肉来牵啊！哪行哪落，我想讲你是安怎？人在耍啊！哦。哪行哪袂使，我袂等你涂骹啦。卖迄个啦，卖生食食啦。
好，我会使来。这到底是？甲单调，这个单调。对，然后不是他啊。地外口拍拍照，猫砂咧伴随身，安尼就爱逐工洗身躯啊，无动。无啦，猫袂当逐工对啊，洗。点药啊，那是。你点药啊点一支就是一个月，啊就做咧定点。点药啊。啊，所以就是莫互伊我袂死过落所啦所。对啊。我若死过落所嘛，靠遐猫砂啥物件。嘛危险啦。啊，搁有迄落可能走去路呢，啊，搁有车啊啥。哦，对啊。系啊，中间就是有车啊，你不要看到啊，像是吗？还是讲有诶歹心诶，囥黑白囥物件。哦，对。食会危险。咱这装卡诶，话做要求。装卡就是安尼啊，你装卡开黑白囥就个有诶无诶。有诶老伙仔搁会讲了啊咧，我来讲。系啊。对哦，忘记哦。阮遮个有迄个呢，阮遮个会甲迄个，就社区内底有一个野猫，啊，因会甲迄猫仔讲掠起来，啊掠去迄个山顶。甲你就甲放杀去啊！我毋知啊，我听着有呢，我有听过呢。对啊，安尼是啥物意思？你是有啥物问题？无啥物意思呢？对。规个迄落，迄种嘛乱去。对。主人心态乱去，拢是因为遮个人。对啊。若是讲因就是，若讲猫啊是啥物来，靠我阮遮诶人，就是靠我遐囡仔是啥物，伊就摕布袋哦，像甲伊袋了，嘛摕去倒位盖呢。哇！对啊。有病。因迄时阵拢是安尼，讲因细汉拢安尼，啊，即马较少啊。哦。毋过我感觉安尼足危险。做一代志拢嘛是以前会使，即马袂使。嘛对。我是感觉伊也无教人，也是无安怎，你有啥物要讲？有啥物讲错个？古早人诶观念嘛，对啦。嘛是哦。啊，即马搁咧用即种观念，就是亲像有人讲吼，啊，我以早做球棒都无代志。哦。即马都袂使做球棒对无？做球棒就是毋对诶代志咧。毋是我讲啊，毋是我讲啊。我讲诶。球棒。无你惊。啥物是球棒？迄落拔脚诶，迄落棒球拔脚诶。啊，前下毋是有一个练身体，讲以早做球棒安怎拄安怎？我拢是收钱诶啊！我知。迄个头到简单迄个。3乘3，这我讲诶，我开一台尔咧。好那刚刚有这个啊。无啦，顶回较过分，替我开放上。啊，掉3千。替我开放上，紧诶！哎，给你甲我诶意志传落去。顶回毋知讲了啥，我嘛是安尼模仿啊。我嘛是我较超过。有够吵。恁一定爱照顾我诶。有够吵。哎哟，大家拢会晓，大家拢真够。我袂晓。控制球员拍假球，话术。毋过即马毋是爱学诶是。爱啥？毋是啊。迄是安怎判诶？啊我甲伊拍，我拢无摕呢。哦。拍我皮灰呢？我甲伊拍到喷皮灰呢。哦，拍棍的哦。我现在是泡泡书啊。哦，我拍是干啥？都泡书。
50万条你也去食。只要无看，不过我知影伊讲的话。对啊，刚刚看到迄卡皮文那尔。不是啊，我都没有吹。你也声有声的，不是刚说你也声有声的那。我都没有退。啊！裁判这样拍我说啊，拍什么东西啊？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哦，no， 新朋友，安安，我也是这样的。恁房间敢有蚊啊？无呢？无，我这已经有蚊啊足久啊，这阵仔拢一定有，一直。啊，你无用电棒啊来拍？有啊，我即摆差不多逐工平均爱拍5只。啊，5只。对啊，应该就是有啥物盆啊内边有水？应该无啊。啊，我知阮遮有人咧种花，应该看啊，种花会啦，种花会啊，种花会哦，种花会哦。啊，你沙滩咧？会啊。沙滩哦，猫仔了甲破一空，伊就无修理啊。哎呀，修理啦！安尼就是你的问题啊！安尼就是你的问题啊！这毋是我的问题咧。你爱修理啊！叫伊无修理就是你的问题。叫伊背上啦。叫猫仔去卖，无使我袂讲诶。甲你背上，好可怜。啊，无你就摕伊来趁钱啊！赚到的钱来去修，趁钱听有淡薄危险。对啊，修理沙滩，修理门，修理玻璃，拍囡仔摕来你会卖。这样呢？等下拍囡仔摕来卖，你讲啦？拍囡仔摕来卖，有阿嬷通卖无？阿嬷卖鸡哦！水啦！水啦！因出第二季，然后刚刚我出来无？我刚刚唔知呢，我刚伊迄个感觉无像，无以前感觉嘿啊！阿嬷真正变阿公咯。前下你装钱的时阵，我有关好伊啊，诶，寄迄个 postal， 寄 postal 来，嗰个嘛是收 postal 收咧，嘛是无甲看。啊！我到今拢还未看呢。伊敢出啊？还是还未？未，你听嘛未出？未咧哈。但是唔知你有感觉变调啊？有出我应该会知影啦。我应该嘛是会去看，但是无法度啊，文英爱伊就无伊啊咧。哎呀，迄味就够伊啊。对啊。登记啊，干法度？我想到文英阿姨，就想到迄落。呀妈，你看你老母啊！对，就是迄个。对。啊，个有迄落，这叫做多尊人的爱啦，爱你死爱，爱你死爱，是啊，上爱这啊，真正来真几工就是好家因咧搞嫌，我真正头壳手咧就是嫌去看你老母啦。啊！我真正就是要讲啊，就是要讲这句话。讲出来，大声讲出来。你等下要做工课啊？讲话就讲话头啊！大声讲，你爱啥物？我大声叫。哦，那要一只，要死无人知影歹势。对啊。嘿嘿 ，CD Pro 2，这是什么啊？哦，我知影，这件足久啊，嘿，这比迄个 G.I. 招更较久诶。这是无会先歹势，我唔知。这个香港电影啊，人解数啊，把人改台语改台语嘿对，看你的表情真变态。嘿，我来看 CD Pro 2。
哎，给我是螃蟹哦。对，我这比以来少更较以早的物件。嘿嘿嘿。我主要是最好笑的。等下 CD Pro 2，我看 CD Pro 2真是我小学的时阵呢，已经足久啊。我嘛差不多。哦，应该啊，下面做好买。我老啊，等下，大家一定爱看这，等下，是较早的影片话是真正240p。哎呦240p，这时代感弄出来啊！对。我先打伫 Discord 内底。我来看卖者。有用会使看。阿明啊 ，CD Pro 2。对六炸无？伊足久啊呢。老本聪有够凶。迄时阵，敢若共时代咧流行，一支烦恼一支来打。一支烦恼会啊，就是台湾霹雳火。送你啥物？送你一支，送你一张汽油，搁一支烦恼会，搁加送你一粒鸡卵糕。祝你生日快乐！对。哎呦，经典的。哎呀。好像我的放送，我的放送法画面煞找无我。为伫倒一啊，这找着。叫我开鸟大趁钱。会使啊。我想过甲鸟开迄个呢 ，Only Fans 吗？嘛是会使的啊，还是 Patron 嘛会使啦。Patron 啊，系啊。就是付钱就会使看到搁较古锥的鸟啊！付钱就会当看到无穿衫的鸟啊！鸟啊，领导的鸟啊，跟原地就穿衫呢。有迄个啊，还有啥？还有内裤带，还有啥？啾啾哦，啾啊，就是项圈。哦。讲，我唔知，通来吹。阿妈滚裤啊！当时安尼讲，当时安尼讲，唔知。咁伊个衫，迄算衫，你甲迄脱掉，伊就真正是无穿衫。有差啦，有差啦。我刚刚说，用安照，你这头最全裸。你有够奇怪。你两个讲话调做伙，我上最后讲听有全裸尔，我实在听起来淡薄真，淡薄怪怪。好请讲。头前君爸甲阿慧两个声调做伙啊，上尾啊高存阿慧全裸一晒，头头在真讲啥？啥物件？无啊，你头拄啊，甲阿慧做伙讲话啊，应该是讲鸟啊，是安那啊？阿慧上尾啊，就高存两只全裸啊，就是讲，头这两只会拢听无，刚听着全裸两个字。听起来那怪。那个声音伤港吗？无，因为恁打做伙啦。系啊，就是当时讲就是做伙讲话，结果听无啊。还是。不要紧，你这就有听到重点全裸。迄是重点。干嘛呢？迄是重点啊？重点是鸟吗？重点是靠背。咁是鸟啊？人家是全裸，所以讲头前很无听到不要紧。干嘛呢？重点是靠背。重点是我佩戴你。哦，迄嘛是。你去加咩呢？咁诶，无足久，无。是我全家买呢，2-3档进前嘅物件。真紧啊尔。人博歹叫啊，博歹叫啊。是，哎，我这可以。啊个互险警察是安那，我袂记。无，伊迄敢若是迄落共款拢。家己桥安尼。你桥啦啊！当场掠着包歹叫歹看面哦。是真正啊，还是演的？应该真正的啦，迄是真正，一看到感觉是真正的。无伫咧演的。
伊迄个口气就是，真正是惊到，要出代志啊！要出代志啊！有点是靠背，关闭台，你是挂背书啦？你把身家卖咧？这手镜头啊，无剁落来规支，这无法度解释哦。对啊，你要歹处理啊！哦，哎呀，生日快乐，爱有英语才有迄味。啊， Happy birthday！哈哈，啊哈，嘿嘿嘿，注意啦！哇，这条嘛是经典，哎呀，趣味啊！啊，我嘛想要食死修啊，哦，请食，我暗顿还一未。包啊，我一包食了。啊，你食啥？哎，我嘛想可要问。乐果，汤姐，但是差不多。但是这是就是一种可乐果，这包的10块迄种的哦。不是，伊是 Miss 迷你版哦，较细粒的啊，那你就细粒的，但是我刚刚是也无个啊。我就好食。伊即摆有上细粒，搁上大粒的。可乐果爱大粒高级啊！无因伊迄平常时的 size 搁较大一你们倍是。包装较大，无，伊内底变较大粒。嘿，嘛有较大粒的，毋过较大粒我还未买过，我毋知。然后今日无买着。伊敢若外包装华语是叫什么巨超巨什么物？啊，大概讲多几我句？袂记。可乐果。可乐果啦，到底叫啊，我头拄听无清。啊啊，听无伊头拄讲啥物？当时要困啊。哇 ，Campbell 困去，哇生，气啊！啊听讲恁大人有啥请？啊！你头拄讲啥？你去成啊？听到这我个气喘，看着啊，伊是要啥？问啊？哎，头拄毋是讲啥物？你当时要困还是啥物货？啊，差不多好巨12大，点2分就好来困啊。好啊，几点？烟火放2支就当困啊。意思。对，我下飞机也未算了，啊，是哦。你毋是足久之前买的？哎呀，中秋迄时阵买的，哎呀，哎呀，啊，迄个时阵我有一风考，个啊，我来到飞机啊住，因为6拄起码袂当放烟火啊，哦，我会记安哪位？啊住迄个台北、新北、桃园，啊个。高雄家台南不差无差啦，莫收着别人的厝就好啊。哎呀，迄啦，嘛是啦现在伊。厝就甲伊讲火来啊，飞机来啊，来讨签名。啊是我去共讨签名啊，请问要创啥？对啊，讨钱？食四烧啊，食到明年，系啊，会使食到明年。我你是签本票？嘿，抢本票的问题。爱赔钱呢，哟。无啦，因抢火钱。有人去楼梯啊？哇！感恩。我去。哦，所以虽然我从进的楼梯是研究，新闻转哟。无病无疼迄种，嘿，对无？我先搁加食几喙的。食啥？小波啊，哦你爱食，我去啊！哎，歹势，我甲你买。吉莫啊，在讲你啊。系啊，我要食完啊，几点啊？我豆豆你拍会食。你会当你无要用个香，啊分互啊，有叫过你食。我要食菜，真好啊，我帮你倒食。我帮你倒食吧。这个朋友倒位找啊，我头拄讲啥，我啥袂记哩。哇老啊，真正老。头拄要讲啥？无啊，袂记我要讲啥。哎，安那？啊那，我叫甲做阮这站的下骹做侪人咧，
什么或者下骹做这两天？你嘛头看你下哈？唔是我吼。骹，是你。有啦，下骹做者歹物啊！哎呦，要死我！来啊！嘿，哦好，是啊。好是啊。耶！等，我只爱起一个，莫互人摔落，无。六不离拢有人直直惊咧，我头就直直摔咧。哦。明年才要食暗顿、早顿，真可怜哦。无伊头讲诶。我住今年要到明年。哎呦。我问一下，恁过年的年菜拢是食啥？过年的年菜，因为鲑鱼握寿司。因为即摆过年才我一个人，啊，所以讲我要逐个做逐个年菜。哦。安尼。菜头好菜头，啊个食鸡好起鸡。我要做逐个做，我要逐个做菜头粿。哎，袂歹。还个啥？冬年菜啊。冬年菜有。冬年菜你是食挂菜还是食培林啊？哇，你讲菜就知影住倒位哦。哎呀。挂菜人讲北部拢食挂菜。对。啊。台南讲是培林啊，嘿，毋过我无爱食挂菜。家己嘛讲培林啊啦。系啊，有较济就是较我我地区无共，所以食诶就拢无。拢轻松拢食挂菜。哦。哼。我会惊挂菜迄苦味。咩啊？苦粿就无遐苦啊！你若食迄就感觉苦粿比迄个。苦粿我会使，啊，毋过挂菜我袂使。但是人生嘛无即个苦啊。嘛是啦，你讲有理啦。讲假呢？安怎苦我无人生的苦？嘿啦，是啦。啊，我翘起。菜头鸡汤，袂歹呢。哦，听起来真。我要做菜头鸡汤。阮兜过年是一定要有鱼啊，规定。鱼啊嘛袂歹，鱼啊嘛袂歹。阮兜嘛是有鱼啊。鱼啊诶。我要吹鱼啊。哈？你食啥？我来，无来。阮兜煮迄菜头汤拢会配迄个椒仔卵。那就较特别的款。我头一摆听到。我毋是，加椒仔卵类啥物物件拢会比佛跳墙。啥物件？干嘛呢？干啥呢？干嘛呢？啥物避免啥物？啊，我若即久无食椒仔卵啊。汤内底掺椒仔卵就变佛跳墙。今年倒趁钱，明年倒趁钱，今年要过啊！你伫今年都无人讲话。今年就剩我一工，今年就无啊。我买。爱明年。来看日头落山，我食做啥？鸡卵糕。哎呦，卡达车，卡达车，这个电视在卡达车呢，我看电视我知影，卡达车。你想歹势都拢看这微博诶啊，读书拢无会读啊。我赶快我读书，我每年要读书。他也不会打猪。打猪。暑假咱结束就要对读书。你现在操些，竟然不可处。
我会记，敢毋是有一句咧讲啥开查某？啊，有哦，讲有啊，有啊，哎呀，敢若嘛是迄落什么鸟 Power ACO，迄片，食瓜鸡吧 ，VTuber 事业甲大学后壁拢爱起家，哎哟，袂歹。有啦，我有拍什么做给吧？袂歹。哎哟，这啥？还佫有啥咧？我想到我一项我爱食的，毋过应该毋是算年菜。伊毋是拢爱食猪卡？因为猪卡我无呢，猪卡无一定呢。为你拢无食猪卡？真无一假？定呢。因为信众因当，可能拢食猪卡。我是食大风，大风。大风的哪像迄东坡肉，毋过我毋知啥都好做大风。哦，细细格格，对，好吧，风吧，迄个风吧。啊，阮兜叫伊大风，啊，我知影有人讲风吧。哦，我敢要煮迄。哎，我最爱迄。啊，那加笋啊，笋加笋瓜好食。笋瓜嘿，对，一定爱掺笋瓜，笋瓜上好食。啊，掺几粒卵落去做伙卤，哎哟，啊，拢要紧啊，卵我嘛跳舞啊，跳舞啊，真的跳舞啊。迄是海口腔啊，较我漳州的。是啥物件？漳州的腔嘛。我看者，毋是讲宜兰知识的，较我宜兰腔啦。等下我找我看者。我甲一寡物件单调。感觉是真是，嘛，叫啊是。等下我看一个，敢若 red， 你是不？我扣着别项，扣着别项，看一个。哎哟，袂爽爱讲呢。好个扣着物件，但把袂爽。扣什么？扣婚？无，这有做啥？台语我袂记得哪讲。水金啊！敢是叫唤水金？我看一下。水晶啊！水晶啊！水晶啊！水晶。水晶。嘿。水晶。因为晶。晶。嘿。晶。晶 OK 晶。水晶。嘿，我学着啊。我头一摆看到这呢，就是。我嘛头一摆学着呢。你讲知识诶？哎，对。哦，佫有啥呢？哎呦！你学着报啊？呀！大坑我跋落。老师咧。哦。哎呦，拢是呢。哎呦，学着报啊。好些。我台顶头嘛有啥呢？等下，我甲我的音乐先禁掉。等下，我头一摆拄着呢。还是恁拄着怪物怎啊角啊？啊袂呢，毋过较早有。啊有，对。台顶头有，顶头呢。嘿。我调整一个看有法度较大声诶无？你先大声啥？靠腰啊！你先大声。我已经开到啊，这应该有法度。来试看卖。淡薄啊，我来搁大声诶。哎呦！我甲你来分开。有呢，有时啊呢。恁伫倒位啊？下骹哦。下骹。哦。这学顿去敢会使创啊无？会使啊。你讲。对啊。
我会使做啥？伊会当做望远镜。哦，你咱做风水啊？会使，有影呢。啦，会使啦，有理。伊哩我爱学者。你每只都就有人拢有一个水晶的迄种，一个崩汤的像迄种诶。对。安尼我甲你讲吼，迄厝内底财位吼，伫迄落你正门入去45度，正边倒边拢会使。我看你麦克要安怎摆45度。无是迄个45度迄个位有无？譬如讲，咱正门入来嘛，伊的迄个正倒角，还是迄个正角，还是倒角，拢会使。毋是讲两边拢是？两边拢是嘿，啊，你放一位就好。像咱这边的正门嘛，正门入来正边无嘛，啊，所以要放倒边，啊，所以咱的财位吼，伫这个是阿慧文床顶，嘿。哎哟，我还是财位啊！哎哟，你的文堂直接放咧财位，所以等于是咱无通趁钱，因为拢咧困。啊，无你甲我刷，拢还会困去。原来是拢还会困。原来拢是我害的啦。你若真正要趁钱，水晶爱放这位。好，两明仔再来放。你若水晶放我面床顶，我敢要有法度困。可能凉凉定定，太凉凉。凉凉哦，凉凉凉凉。啊，无错啊，凉凉。应该怪怪。对啊，是要创啥？我是无要创啊。你甲我创康，创啥物康？无啊，你有无创康啊？我抱咧康内底尔。莫怪黏黏。听个足听诶。嘛是，我想我要安怎对我，哎哟，应该有法度。你不会加价，你不会加价拢全部乌掉。哎呀，无到位，要满。我看下，看讲有物件会使等伫遮无？小等者。想啊。应该是变老。哦，真正呢。哦。后一摆拄着规空的水晶。伊是在讲有叫红色水晶。无诶款，敢若高一色。哇！有红山就无红水晶。啊是，这水晶敢若会发着无？啊！我经过放落经过放去。经过。有人偷听。你讲较早种诶哟。还是我把小出问题。无，我等下去你。哦。无，伫箱仔内面。哦，箱底，好，无代志。惊者。这两三事惊着无代志。我想。水晶拢要伫恁身躯顶对无？啥物？水晶啊，拢伫恁诶。我当咧学啊。哦，好，我看敢有通找着恁。应该是会使，毋过真深毛，你可能爱注意哦。好，不要紧。我要注意咯，遐要找无？安尼，我来看我要创啥。好，晓。我真是哭到无啊！我是要安怎？当然老变态。我要安怎对？啊，有啊！
收起来，这会使。我会甲我家己抬起来。哦，还有这招哦。对啊。哦，哎，扫出来。等下我想一下。这是歹去呢。啥物件？我来偷看啊。再来。无啊，这件毋是进前你行到对，伊行到对涂骹就有洗吗？哦，对啊，迄只对啊，啊，怎无洗啊？无呢。对呢。我进前拢咧，你哪咧讲欺负？无啊，你来看，伊正常是爱扇一大堆洗伫伊个骹下骹。好，来。对，你伫倒位？我伫厝后壁。我伫厝后壁。原来。等下爱调整一下。诶，伊下骹无洗啊？我未洗。啊？那咱摆一只伫边仔试啊，毋是？嘿，啊，你嘛无？行咯。诶，啊是伊爱伫迄个下落洗所在，无你去船顶要创啥？来，船顶的我去送。我来处理我家己啊。啊？啊？我要甲我家己处理掉啊。我处理煞。哦，欢迎转来。耶！光迎倒转来。我看者阿慧面床，我知啦。嘿。诶，你内面敢有插火把？内底无？有啊，有啊。哦，应该是这支。诶，伊敢有？诶，大只。有。无。哎，看。你这是你在位。无，我面床有刷位哦。啊，你有刷位？即马这倒啊，遮我做记号的，这张倒啊，这是在位。原来是啊，等下。嘿，我甲跳掉。好，安尼好无？佮起者啊，我争取过来无啊，去摕一。我有用铁的都会使吼。嘿，铁应该就会使，虽然我头拄是用酸石乌的。哎哟，哎，水，等下我看者，敢袂使佮整起来？袂使哩，伊敢若个会滑，啊，毋过毋知影是要安怎创。毋是种伫遐哦。毋是直接种伫顶头呢？无呢，无法度。会记。啊。伊真正无咧。伊真正行过诶路拢无咧散细啊咧。敢是有改啊？看一下，这是这边哪是咧？我旧厝诶在位，我嘛照顾者。啊。几点啊？几点钟？你艰苦啊你？我大啊你。艰苦着。老啊。甲你虐待。哦。我发现我叫寒诶时阵，想喺隔壁我有来上课诶时阵诶，身体状况更较健康。加油！哎，算袂记我要创啥？老啊啦，老啊。老啊。大拢弟弟真歹呢。系啊。爱困啊，爱困啊。去倒位困？
我都冻甲5，毋是5点啊。冻到5点啊，这边啊，冻到5点哦，这边呢，怎样？厉害哦，真好哦！期待你明年的精彩表现哦。物件开烧。那像美丽啊，哎，什么？那你像到美丽啊？无啦，阿慧啊，你讲安尼啦，我听你啊，我这未讲不是啊，嘞，我要太名啦，不是。哦，这个，哦，我伫你的心目中是安尼呢。那变做安尼样。我刚才讲了啦，我刚才讲靠腰，啊，个有啥物美少女的啥物会安尼尔，无啊，就安尼，对吧？动出来，你笑一下。对，大家拢知你甲我问，我会歹势呢。讲美少出来女的爱，好无？袂啦，卖美甲像史迪奇安尼就好啊。哈，你想啊？等下，我讲卖美甲像史迪奇安尼卖就好啊。哎呀，伊就爬伫天井啊，就讲，卖讲。对，你是要干咩？我爱吹，有鸦片。啊，多迄英语的名片吼，迄个歹人就讲，你袂使安尼补着阮母啊。对，你真拄好。做拄好而且呢，我爱吹些。史迪奇诶，美料都歹听。啊，有咧，我随拍史迪奇有，袂得啥路。袂得啥话。来看。我来打。你去车上讲啥物介意有毛的啥物物件？毋是，伊是美拉啥话是迄个史迪奇，听起来真是足歹听。无甲我找着欢喜的伊。你一直摕牛肉互我啦，cyber。bully 啊！我已经59地啊呢。我靠！袂使拍出来，而且拢车，问题敢是这？哦，你真正没这哦？无啦，迄是拄啊好啦，作成的呢。你赶快，作成的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那是我找一个，看卖华语的。华语的，毋知有配迄段无？有，嘛是有。你真正没安尼呢？有啊，我读过遮哦。哦，有啊。有呢，嘛是有诶。哎，是啊。足够多诶。伊明年就要出迄落，敢是？有演完就去搬啊，还是搁做一届？迄史迪奇啊。哦，我计是你讲，我想讲史考啊。无啊，毋是史考啊啦，迄落史迪奇明年搁要出一届啊。哦。啊，毋知伊甲即段。系啊，唔知甲即段搁藏入去无？我真期待呢。系啊，若是有真正，有真正有即段，我会伫咧电影里内咧笑。我最近才知影，系奇卡有甲迄个 Shadowverse 合作，就是你迄个哇，会使，真久进前呢。所以你讲咧。你讲咧升白啊的时阵，你就会当底下迄个。我刚才这样求解。求解，我刚才求，就是求我实在，求我实在吵啊！今麦咧没钱。啥物吵啊？伊利啊？
毋是迄个草啊啦，毋是伊哩啦。无洗头脑的草啊晓。啊。系啊，好啦。毋是你啦，我知。有一款无洗头脑的草啊，就是逐工讲。哦，迄种诶，想卖讲话。迄种诶，了解。最近伤济啊，所以讲我都因为一听就知影，这些讲。台湾的法律拢是民进党把的。我哪边自由？哎，迄种诶，再继续，伊讲啥？你要去你碰上哦。啊对呢，刷起来无差啦。哎，伊若要来看啊。哈？啊，因袂来看台语台啦，袂啊。啊，คุณ爸，你是讲你看啥？我无咧看我是晒草啊。怎要困去咧？对啊。哇！因为即个草啊，就是足久拢无啥物件。我今日拄看到伊咧更叫，伊咧更叫北极。人可能无用咧伤心，无法度写。哟，我嘛是真迄个呢。啊？啥物？无啊，我无讲话。请继续，头拄讲啥？讲一摆。真叫啥物件？我讲人咧无用咧伤心，无法度写物件。回去，这里。牛吧？应该毋是伤心咧，无法度写物件，伊是感觉讲事情办安尼无法度救因舒服。因敢知影，迄交保的钱，敢若是暂时保管伫遐尔。嘿啊，迄嘛是爱行动顿，啊个若交保就爱继续做调查呢。嘿，而且行动期佫会较算利息的呢。会啊，会做银行的利息会算互伊哦。会啊，我好所以讲完全袂吃亏啊。4000万人生啊尔啦，对因来讲。哎哟，即马上重要的3000万拢随摕出来啊。哎呀，随花随有呢。你毋知？迄买厝买几亿的，拢嘛简简单单的代志，3000万算3万呢。男什么啊？啊，会要试看卖无？我是想讲，我现在是迄个，我出头这啦，我出头这啦，我多做一个，不是我想讲，阿辉也要试看卖，要买厝无？我想要买厝啊，都无钱咩？我出头一支啦，什么啦？哎，对啦，哎，哈哈哈，要倒去，等下，对啦，拍摄，哎啦，来，我先去，我先去摕我的地。我先去摕我的地甲行去变数者，我真正明年才能出来。明年才能 OK。这嘛足久啊！哇，安尼我会使甲大家偷看。啊，迄哦，有做千里镜，所以讲会使来偷看。我应该是有够一人一支啊。应该有啦，咱动作济。哎呀，动小济。也袂使食，对啊，可惜。人就讲食糖食铁啊，无法度食。好，个动某食甲糖水，无某食甲凊肥。食糖食铁食阿鲁米。这贵秘书老师讲的啊。伫咧倒一个节目内底。讲四句人，甲一个角色香甲老烂。讲迄人小贪食糖食铁食阿鲁米食尾啊我袂记。马加加米，叫啦。马加米，不好你配合。连你阿妈拢照顾。马加米，马加根本真正有一个，或者迄个嘞，
化妆。你敢有人去干？有啊，就是马吉亚米是一摆煮，就是马吉亚米啊。对对。哎呀，人去个毋是改名啊？马吉。个叫改做好来啊。啊对，好来啦。志宏来感谢，夸白呢，嗯。真啊政治正确的关系吧？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我讲换掉。伊互阮母啊情绪足稳定诶，志宏这敢有影？啥物件？马吉米啊？无啦，伊是讲爱感谢迄落，我看者夸白。哦。这敢是即马要回迄落去关迄个，敢是我想诶迄落？等下。敢有8位？8位啥？8位。哦，夸白，夸。哦，你讲夸白。夸白，嘿，对。来，算者千里镜，我捡落啊。哦，算者。阮遮一支，阮遮算有几支？阮遮是讲拢吊镜。吊镜哦，吊镜。哦，趣味。我搁找看觅，敢有别款讲法。哦。学啥？学汉字。学汉字啊！哦。吊镜。哦。吊镜、千里镜、望眼镜、望远镜。哦。望眼镜我捌听过。望眼镜我是嘛无看过这用法。我敢若听过吊镜尔。嘿，吊镜有。啊，千里镜有啊，搁有直接甲华语共字望远镜安尼。迄敢若是用迄落咏春。用迄落啥物啊？用华语落去硬翻的尔。嘿，应该是。你身躯顶敢搁有册？册无呢？无。我无读册，所以我无知识，所以我身躯顶无。我有纸甲皮。有纸甲皮。帮我做2本册。需要。你即马你用 Enchanto 对？什么 Enchanto？啊 ？Enchanto， 迄落自己付。啊！这也是做人强啊！是。如果阮兜他跟我买一想讲影响。你讲安怎讲？无。你讲影响安怎讲啊？我是 N 层的。我嘛 N 层。我嘛 N 层。我嘛 N 层。我听过有灌墙、灌前、N 层。灌墙有。灌墙有啦，灌墙有。灌墙有。诶，灌墙有听过。对啊，灌墙。我是看你无听过上奇怪的。嘿，啥物？搁有啥物奇怪？汤肠这毋对，这毋对，硬讲硬款。这华语啊，应该是华语。华语。我听做红肠，我想讲啥啦？伊一支红的安尼啊？哦，毋是。哦，红肠应该是讲毋对的啦。红肠这毋是啊，无安尼讲诶。我讲，来，最后1点钟。对，要1点钟，最后1点钟。传烟火啊！你若想要传烟火嘛，通传。哇，咱来通做烟火的咯。对啊，看有人想要发挥迄个创意无的，无勉强。无敌。什么？我操你！好，头我毋知听你讲啥，我毋知。我是真无听。我是你听无呢？是真听无。
嘿啊，啥物件？你头拄讲啥？我嘛毋知。哦好，安啊尼是真正听无。老啊来呢，嗯我来看者有啥物图头来做。啊，我头拄想起来要讲啥？迄落讲到以前，我想起来有一种食诶物件，有两个毋对，是字有字相像，字是共款，毋过因若无共，就是两款无共诶食诶物件安尼。所以是有带有味菜。粉肠甲粉肠。粉肠。对。哦，你是讲粉肠。啊。粉咱是讲粉肠。有一款是猪诶腹内，有一款是内底灌酱诶。那是用灌的。对。迄敢是酱？迄树枝粉啊？迄敢若是树枝糕还是啥物？你内边有放笋啊含肉，就是肉。对，有肉地啊。迄有就是粉肠就是甲粉粉啊，是迄种型诶。有粉啊，是个迄落茶米色。茶米色。嘿，有两种色，迄有两种色。我拢看过红色，无就是粉蓝呢。等下，我看过粉蓝啊色呢。大家拢无共。有色最较深诶。等下，我是拢无看过。食个，迄真好食呢。啥物物件？来，我打起来。这款，等下哦。我食过，阿边无食过。红色诶，阮家己诶是红色诶。哦，嘿啦。我家己是红色啊。家己啊。我是，敢若是食北部诶，北部诶就是这是水诶款，啊，这就是应该大家拢知影诶这色。对。诶，叫乌白切的其中一项。对。嘿。一直你食到一只，但我无相片头一哦。我食的是顶头，我头一张，等下哦。嘿，我一条你找共一张。系啊，我是。你找共一个相片。系啊，我等下哦。我较知是即款型诶。阮这边是下骹迄个粉啊，是迄个。嘿，我知影是另外国大即种诶，内底个包其他诶料。无看过。这嘛是甲我带头一张共款啦，共款差不多物件啦。啊，毋过我这我毋知内底是包啥呢。番薯粉啊，肉地，笋啊，灌入要肠啊，猪肠内底安尼。哦，安尼我想了无毋对，迄就是昆酱糊糊迄款的。啊，另外一种就是发音爱读做粉肠啊，就是乌白切的迄即种。我家给你放炮。你放炮，还紧着。我家给你放炮。明天是日本时间，系啊，过日本时间过年呢。冇对啦。韩国时间过年。大肠包小肠，肠中有你肠有我，怪怪。讲到安尼唔敢食啦。我会惊呢。真正咧，听着会惊。买啦，冷静啦。哦，看到粉肠甲粉肠，哎呦，这久无食呢，看就是要食。你若有时阵来家己耍，带你来食上好同好食迄间。哎呦，对一间。迄个伫东市内底。家己的东市内底。毋是火车头前迄间哦。毋是，迄个你若讲要食乌白切的话啦，哦。
我要切啊！你是讲一间叫乌人？嘿。哦，我知迄间，我知迄间。迄间就是名也使留伫 Discord 内底，我想要去。迄间就厉害，伊个就是米粉汤。伊个有一种物件，恁北京拢无听过叫芝麻糕。芝麻糕，芝麻糕拢毋对。芝麻糕内底毋是用芝麻棒，毋是用芝麻做的。毋是用芝麻做，伊是以早的人无芝麻通好食啊，用鱼的迄个粉，鱼的迄个酱来做的芝麻糕。哦，这间伊这间生意就好诶。生意好哦。你若透中昼去啊，食饭的时间去拢摆足久诶。哇！这间我看了。无对。哦。伊拄伫咧伊款迄边。拜拜。有时间我要来去看卖者。少诶。来我。拿来家己我使车的，朝你来算。哎呦！哇！还好看。伊利我当车车。我讲伊利啊，伊利若有来。哦，刚才伊利啊。无啦，大家人。我都毋是伊利来。新界。阿辉，你嘛讲要来，你阿明就会搁刷一位来互你坐。讲起来。即马汉堡甲敢毋是牛肉做诶？这我毋知呢。你讲志峰讲诶，敢是迄落？系啊。美味蟹堡敢毋是海昂吧？我毋知呢。有一个阴谋论啊，毋是阴谋论，有一个 fancy。无啦，还是应该是假诶啦。蒙参客。还是海口迄边较有啦。海昂吧。他们是刷鱼。海昂吧，我无食过呢。不是海昂，就是海昂。海昂我无食过呢。海底啦，无啦。海底啊，甲海昂嘛。无共款，海昂就大呢。系啊，毋过日本拢有咧食，我是想要吃。日本吗？日本敢有咧食海昂？有啊，拢有啊，海昂甲海底啊拢有啊。真假？哎，有啊。哦。虽然我原底毋知，我听起来就是感觉因会食。嘿，对啦，是啦。一开始海底吧，海底吧，就是海豚肉。海豚吧都超车诶。啊，真假？真贵哦。海昂是真啊，有伫布袋食过，哦，迄味有够重。哦，遐有哦。哦，布袋有啦。家己布袋遐有啦。都是伊都来倒换华裔。海底啊，食起来有猪肉味，迄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好啊，就是因为海底啊食起来像猪肉味，所以才叫海底。我讲是味都重的呢。无，伊个可能是未迄个是叫啥？还没腌过。无生过，无生过，猪肉吧无生过迄种。毋是迄个生哦，是。就是所盐迄生也是，了解咯。无腌过，敢是迄腌，敢是多一个猪肉有无？猪肉啊，就是你讲的是猪肉啊，我知，就是腌过。对，腌猪啦，就是切掉伊的卵。我知。腌猪肉吧，迄个。若无腌过猪仔吼，会做臭臭。哦，会臭味，嘿，对，这我有听过。伊若讲海猪仔肉食起来，甲猪仔味足成的，可能是未腌过猪仔。有了，应该是安尼。重金属加重，上好是莫食，嘿啦，嘛是啦，上好是莫食啦。还佫有啥？我食过刷鱼肉呢，刷鱼烟啊。哦，刷鱼好食。系啊，我食过刷鱼片哦。有啊，边有迄个刷鱼排，敢有人食过？无呢，无呢，迄袂歹食。
无呢，做想要食的。抓鱼排，嘿，伊就是用甲生鸡排安尼的迄个寸切。哦，对对，对。哦，啊，毋过边啊，无讲做迄个，无讲做厚的。吼，哎，啊，无试过呢。而且伊较重，就是较重，小可差。啊，鱼仔摕钱，感觉拢会较无水分。对，迄无法度。啊，毋过我无咧，因为我食物件我无咧惊迄个无水分的，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袂歹。哦，原来是。啊。黑乌遐。对，白乌安那。白乌遐有迄啦。抓鱼排。就是一间，应该嘛干一间啦，应该。没有看。我是不当然，安尼刚会帮伊拍广告。哦，我是一间。我看你食。确实拢会有较侪矿物质，个重金属，嘿，拢较侪。买定食。我感是这真正敢，这真正亲像迄个便当店内底鸡排呢。鸡排遐。哦，我掠准讲是迄个盐酥鸡内底迄种鸡排。好大鸡排种。对，我是讲迄款鸡。伊可能遐厚就较无好食。有可能。而且人讲刷鱼吧，无处理过会有臭味咸味。啊。对，甲伊的迄个身体迄个肉够有关系。嘿，甲肉有关系。原来如了。是哩。嘿，我搁看一个，啥物？咱爱做啥物色的？啊，咱纸敢有够？等下我看者。纸若无够，就来迄个甘蔗遐。泡茶。哦，臭茶。无遮，毋知想到这店毋是茶。无遮咱遮最纸个会使用甘蔗尔。有做侪拢甲咱想的无共。嘿啊，真正是变魔术。变魔术有影。嘿啊，我加在咱甘蔗用自动的，毋免惊。加在顶板有创遮的。嘿啊。无的。哦，即个真正安尼真舒适呢。对。看下，佫会使掺。哦，我要开始来做一寡宴会诗。这，看下。啊，先做纸好啊，纸敢若有惊无够。好。哦，人咧困。水。喂，哦，安尼。哇，连我都毋知我包啥物款的。河尾糖厂是，哎哟，那个变伊。无代志 ，Creeper 棒跑。好，真正伫放炮。对，放炮。看一个，无敢困去啊？啥 ？Campbell 可能哦，像咱放炮甲伊插互精神。咱精神第一句话就是去夹。
啊，我有声，有声。你讲你困去啊？哦，哒哒哒哒，伫伊遐顶困。那忝就先困。系啊，小等才有开力。看烟火，看耍。你那才开力。哇，讲过。我无讲出来，我讲出来，我不会。等下是负责。我发票呢，明仔就开过，迄落啊，人的团票的开过来。哦，是讲，嘿，周润发为虾米会去拍迄个广告？演广告，嘿，其实嘛是有迄个故事的呢。哦，安尼哦。我会记，不过我有记录看过，就是周润发进前有迄过引导拍迄个药酒的广告。你若讲药酒为虾米？为虾米药酒会找到这种国际性迄个名称来甲你做广告无？讲起来嘛是做不犀利的，做不可思议的呢啊！到尾啊来，有人去问原因，就是因为有一遍，迄一阵啊，迄阵啊，以早迄个电影，毋是拢学倒咧拍较多。嘿啦。有一遍就是周润发讲，听讲向掠去，要逼伊签约啊。逼伊签约来拍电影安尼啦。尾啊是经过迄间药酒的迄个头家去登记，敲代志安尼，去敲去登记，登记了，伊才有法度为迄个所在出来安尼。甲无强掠去拍电影。这有印象啊。到尾来伊就讲吼，无我要安尼甲你报答，因怎讲啊？无安尼你拍一个广告安尼。嘿。竟然是这有印象，这有印象啊。对。哦，这不加趣味，我头一摆听着。这故事是真的。对，我会记。这是啊？干嘛呢？空调唔对，扫扫机。哇，我做菜。不要紧啊。要紧，现在放头个菜。开台拢无人讲诶，嘛个惨。大家拢点肚肚。若无讲话，颠倒怪怪呢。那就感情无好安尼。这个人啊，我只是困去尔，我毋是要讲话。大家咧困啊，大家拢嘛大家咧困啊，根本你哪无感觉？他到底咧我只是困去尔啦。是睡着了。那你怎么没感觉？Amber， 你怎么没感觉？你开讲电刀我嘛是无感觉。地条呢？今早讲半暝有地动。哇，迄手机啊！地动讲有就大我毋知。迄时阵我等你迄个，无啦，因为家己这边较大啦，别位较细啦，阮家己遮较近的所在，佫有5度咧，进度系啊，有噶。24、22、23。你剩下？我剩要甲村边买物件。哦，我今现在剩下。你是感伤服务？感伤，讲甲呢？感伤服务。我会记你用迄个金马令果，互迄个村民，互伊。你讲老卡迄？
老开嘿，对。阮遐就是你等会晓用的人。哦，我袂记哩，我袂记安怎用，所以讲爱等。嘿，我过来研究看卖，因为我安尼交互你啊。我看过有人用过，会使。就是金马玲糕好食落了，啊伊会当做你是迄个温情人安尼，温情人啊，会使先较济资源，甲伊买物件呢。奇怪，现在没用送诶，好无啦，这过会咧。我讲，其实你到尾啊，就拢做你的路仔，都已经有够啊。你拢共关一个共一个所在，啊，拢无通去，无通去倒位。嘛已经是路仔啊，已经有够惨啊。难怪你遐已经变僵尸的嘛是伊的温灵。对啊。哎呦，那个人有够应该敢毋知人啊。哦，我遮里嘛边仔厝边嘛咧放炮啊。大家你顶啊？放了啊。哎呀，看等一下点个会放啊，敢个有继续放。家己这边哪有无？放个叽叽叫，叽叽叫。我过年过会再生我的烟花机。哎呀，讲咱家己这边放迄算足久。若要放，拢嘛是放迄个拜天公吼。哦，拜天公迄工真正拢放甲拢免困诶。我前几工才去公遐过来。你要上班的人真困扰呢。我当迄嘛一年内底嘛甲一工呢，嘛是啦。所以大家人嘛甲一摆体谅，嘛无讲啥。嘛吃咪？安尼哦。哇，这可能爱去你甲踢掉咧。哇，物件够济。对啊。5级拢微微啊，嘛是啦。虽然讲我昨昏还搁伫咧看手机啊时阵，有通知，有地动，无感觉。我连通知都我毋知呢，我连通知的声我都无听到。因为我有迄个会通知有地动的 app， 所以讲伊会跳出来讲都有地动安尼啦。哦，你家己有下？嘿，我家己下，毋是国家的进步啊。嘿，了解啦。若毋是你的 Discord 有人咧报，我根本嘛毋知。原来是安尼。看大家破文才知。飞机。我来啊，你伫倒位？看着你啊。我咧摕这去互伊。哦。又过来啊！你随讲就知，安尼无意思啦，免去啊啦。啊？啥物？我要看。人咧cyberbullying啊！要摕牛肉来啦！讲欠啦。OK。好困觉，好势。我个杭州500，毋是你，我是讲我手头诶。伊头坐伫电脑头前画图画一半，惊一个跳转去名称，那会安尼？地动那是跳去名称，你讲对？跳落去名称下骹是吧？哦，安尼哦，安尼敢有较安全？伫边较好。哦，伫下骹较无。边啦，边角啊。系啊，那伫下骹会互掉边。Oh shit！ 哦，International， 那雄，无，哦，留言啊，规个拢，这来开始就安尼啊，好，试看卖，花药。
面床条啊平，恁竟然是加一大堆嘿，装备，还是拢删掉啊？我袂记安尼啊，应该是穿甲歹伊啊。哦，哦，这嘛是素常的代志。哎呀，安尼我要直接用我肉身对抗小弟了。袂要紧啊，或者你性命无限，袂要紧就好。对，会使一直个活，袂要紧。主要是要紧嘛，无法度。无啦，物件袂放给你头啊，是吗？哎呀，嘛是。安尼较轻巧。哒哒哒哒。新破鸟地惊，会袂使呢？哈，讲地动的事。这样，啊，地动是破鸟会甲你咬吧？哦，安尼哦，也愈惊。鸟无办法破，恁鸟无办法破。毋是听讲有迄个动物会有感应，伊会提早知影。精密起来，系啊。我只真正有呢。走去破鸟啊，去互咬甲，我讲。哎哟，我是讲伊若真正走去破鸟啦。啊。啊，讲了吗？对啊。啊？什么？红子啊，对安尼啊，无煮汤哦，免安尼啦。别给啥。掠去煮汤袂歹啊。干呢，袂使。无啦，我逐工拢。煮汤毋是粗坑。鸟可以我讲空爸不会得抽坑。哦。我讲。哦。哦。伊嘛介错咯。送哇。无，这是不应该讲的啊。啊，要是。啊。我无设计甲迄个蚕。啊，不要紧啊，迄过就好。破一空。不要紧，小等者。毋是破地破一空就好啊。所以破地。较凉啊。爱较甜呢。即马袂使啦。用夸张呢。我寒天。系啊。哦。看到是人目睭惊，毋是我啊。对吧？是。啊，因会放伫这箱底就对吼。系啊，你若放另外一个箱，伊就发射出去啊。细卡还是大卡的？对，细卡会发射出去，啊大卡是。我先大一个看卖。哦好啊，互你试一个，你著放入去，啊小等下伊就会放。哦，应该会啦。哎有啊有啊，毋对，哎水，就是安尼。啊，还是我先提早来吧。提早8点钟哟。系啊，我过我的，恁过恁的。你迄是啥物事？所以是要困啦，你要去困。哎呀，爱困啊，爱困啊。我是会使。恁过。爱红脚，哇哎哟，嘿，别去对家诶。嘿，放细卡箱啊，伊就会发射。嘿。啊，无我应该先用到暗时先啊，我调。嘿，连明仔这样冲到暗时就好啊。无要提早吼。我是无差。我嘛无差。我嘛无紧啊。饭店是较有仪式感啦，啊，毋过可能有人身体袂堪。我啦，歹势啦。加上少年的讲，家己老实在。头摆要准时前我安怎？我都未想到迄个面试迄8点。歹势差，毋过即摆已经会啊嘛，无差。哈哈哈8点钟啊，什么？8点钟啊？你是咧考啊？啊，迄嘛都经典。迄另外
另外一台，又另外一出。哦，另外八台，哦，八台，毋是恁死的对啊？你考哟，你是咧考？煞袂记安怎换时间？换时间就 slash time，伊是当 set 了吧 ？set 了吧？哦 set 哦，对 time set time，我会当用 night 对无？会使，你使拍 night。安尼嘛？我看者，我，好，所以有，看者这。好想来。嘿，你要来放啊？我要来放啊！好，听起，我遐要食，要放去别位，要放会使去。妈的生日啦！快乐！做歹呢？罗呢？拜拜咯！哎呀，拄好啦！最后一个特别好看。哎呦，你会使，我记你会使学白吧？啊，好去看着。我即摆咧看要安怎，互伊迄个。Weather，可以啊。啊无，喂，对呢。你嘛是 set 对吧？我真。无 weather，weather clear。大我目睭咧过敏。目睭过敏，那呢？哦。哎，甲目睭跳落来就好啦。哈？哎，跳来试试。哎，你继续看。好，来。做定睛咧看。哦。Creeper 的面。恁等12点要放的时阵，恁会当先起 F1。起 F1 哦，更较水呢，好了解。哦，嘿呢，了解。有。看者，过来买。我即摆先甲迄怪物先禁掉好啊。好啊。小等者看烟火才袂用交呀。对啦，嘛是啦。对啊。我先来困了。好。辛苦。我后礼拜应该袂出现。伤忝啊。后礼拜期末考啊。要考试。加油！阿曼。加油！辛苦。我互伊莫停更。我即摆当咧调无共诶色水，看有法度创较水无？哎呦，那你个病！哇，今日大家拢咧放炮呢。上啊段。你今哪来放？敢毋是 game 内底？哎呀，Creeper 个病呀！我已经甲动物甲迄个怪物关掉呢。好，别紧，应该怪。好，刷去。好，耶。我个做出4种，耶，4种烟火。
看个人补一下线。我来试一下看卖。有怪物等下。那这样有。水哦。啊。有呢，有。好，是。到。我来看卖一下，有啥物型？这会使变真济换出来呢？对啊，一个会使掺几哪种色？对啊。看者掺一种，每一个色拢来自个看卖。袂使呢。了不要惊喜，了不要惊喜。等下。我来处理啊！袂好。我明明该记不掉啊。看者。把给我小看卖。哎呀。这边的茶，拢会使错掉吗？会使，看会到拢会使，咱无咧种。无啦，我是问讲，因为有的人想要甲茶留落来做迄落，看起来较好看嘛，较水嘛。我应该无差。无啦，遐无啦，遐是无啦吼。若是自然的，就会使扑掉无要紧。安尼无，也是我这边搁做一个茶园，会使呀，会使。做一个茶园，全部拢去种茶的。好，袂歹。安尼，我嘛是需要土，好，等下啊嘿，无紧，过来处理。因为茶的量嘛是爱足多。每一种拢甲真偌好啊。对，阮之前拢无做迄个茶头的产园。有啊，之前上头开始有啊，系啊，结果拢因为拢有搞差不多啊。对。恁这是袂有怪物啦，我有去调伊迄个。恁这嘛是第二个世界上啊，是安怎？无咧，头一个。头一个。上开始尔。对。因为咱遮有刷位，不是刷位，有中气，敢算中气，有小经历过。小可中气，嘿。原本遮平地咱有种茶，抑毋过伤顶地。行路真啊无方便。想讲边仔全拢茶，所以讲即摆免种无要紧。好。安尼我过来。你过来食你的饭哦。没啊。你真要食到明年呢？对啊，就是真正要食到明年去啊。哎哟。我迄点就是今年食到明天。我遮个有怪物呢。伊是袂过生新呢，啊毋过旧的可能无法度。有啊，个直咧吼。我看者。敢使调整伊的难度 difficulty。我即下甲迄个 mob spawning 关起来，啊毋过马赛旧的要伫遐走跳。我想讲会使甲难度调到 peace 应该就拢无伊。对啊呢，我也无想到。系啊。对啊呢。不要紧。你要讲机会。是一个啥物？啊，恁迄落箱仔内底有青蛙粽无？青蛙粽有。啊，毋过我拢有被坑，所以无确定伫倒。我来摕。我甲你吹。无要紧，我当咧想边，所以讲
拢有啦，拢有，应该是拢有啦吼，安尼。来，这，三项，等下，应该是爱有第4项，我看是。冇紧。哦。哎，无对小气啊。有ヒノキ呢，安尼ヒノキ先来种。因为ヒノキ你种较方便的原因，是因为ヒノキ会使种大丛的迄种的。哦，系啊。哦。你若迄个树仔苗无？你若个种死的，啊个用骨头甲牙粉，骨头糊来生，骨头糊迄生起来发了做大丛的。这我知。我遮个有。好。安尼哦。无紧，我哩扣，我哩扣。来，谢谢。对，这够一个。哇，应该想底就国家。安尼，等下来种地吼，这边嘛爱种者。我继续来看一个烟火。这看到拢会使处理啦吼，啊无啥物限制啦吼。无。我种地嘛是会使种啦吼。会使。在你处理。安尼一空爱剥开，一空爱剥开，要咪剥落去。这空是足侪人剥落去，就下骹足侪石头的，干！这下起来应该是真正剥落去。无因为我看讲下骹石头介侪，安尼应该是足侪人剥落去，佮爬起来哇！你看这个云，看起来就是人要起来时阵。这绝对爱甲抬起来，等下睇我抬起来。我摕土，哇！哎呦好！我煞想起来，之前我去某位和朋友游览，拄好有一个和朋友去某位游览，表演哦。你耳仔嘛是真大地呢吼。耳孔可能较调，爱乌的哦。爱乌的。咱后一个乌着的空就在耳孔啊。会使啊。会使。请继续讲。结果，遐一条沟啊，沟仔边啊有，敢若亲像坎站的所在，有位较悬，煞着连落来是就是沟啊。雄，我甲阮朋友开讲，讲诶，我就看到边啊有一个阿伯，敢若伊无像徛无在，颠倒是行过去行落，结果规人厝咧沟仔底，我就雄哪会厝咧，我就直接撞过，甲伊滑起来。安怎？人是无安怎孤单单尔，好佳在是无着伤。恐怖呢。就等伊厝内底人到位，无讲偌远啦，讲到边仔尔，就来关心阿伯结果是我头前一个看到，先甲伊换起来呢。毋着好佳在，人无甲你讲讲，你甲用诶。无啦，你偌远着，你佳在是无啦，嘛袂啦，因为真正我是用撞过去甲伊救。讲台湾较少啦，台湾较袂迄种，讲你甲斗相共，怎翻头倒，无得歹讲哦。较少啦，无较少啦。好佳在是无，好佳在是迄阿伯无着伤，结果无结果，毋是爱用结果，就是好佳在人无代志伊家属嘛有说多谢阿伯看起来嘛是感觉淡薄仔戆神，还是忝啊，是安那，就是那伊就是讲，那会出来安尼？敢有食酒？
无，遐早起，早起个早起食酒诶，咱遮多哦，酒好点啦，早起食酒。歹讲哦。我想起来，我确实嘛是有早起食酒过，毋过暗时食酒，结果变喷泉。哈？啊，就是咪咪啊，了解。对啊，透甲咪咪毛毛啊。啊，啥啦？啊，就想讲，嘛毋是想要食，就是昨暝伤欢喜，就我家己对厝咧，啊买一寡宵夜，搁一寡酒来配。啊，想讲食了食酒就爱困，啊想讲先困者，啊困精神，物件未食了，酒也未啉了，啊先食几喙，啊结果搁啉落，哎哟，愈来愈无爽快。我哪是安尼？啊头段，对，头段食啊，搁头段啉的拢出来啊。哎哟，土济无菜，你不甲啉冻？恁冻对淡薄恐怖。会使啉两解摊着。两解，走味啊，搁两解。这会冒死，对，冒死。晓。啊，安尼我应该本来就我自言自语。敢有青吧？青吧干那无呢？哇，你来睇。无应该是。你要嘴巴关晓？我是发现讲迄个宴会会当烘肉诶，做会当烘肉，嘿。对。后摆中秋真爱用一个烘，好，咱今仔日免烘中秋。明年中秋烘肉就靠这啊。对，就靠这啊，无人少袂要紧，咱有喜记诶烘肉。那对。铁棒路面顶烘肉。对，啊，今年就是用烘肉电动。迄嘛袂歹呢，其他股无来烘肉，结果我烘肉电动煞拍袂开，真正。哈，毋知是安怎？无知。对啊。搁10分。搁是拍目睭啊，搁10分啊。即边我做一个路好无？好啊，我一条路出来好无？代理处理不要紧。对。看你要做车路、网路、啥物路拢会使。铁机路，铁机路嘛袂歹。我都想着，较早铁机路真正是运茶诶。好对啊。这咱做有即个气氛诶，有无？你对。哇。哎呀，我伫，毋是伫我身躯底哦。哈？无。你是安怎会想讲我会讲即个话？我即摆形象已经变做安尼啊你。我凊彩赢咧。我凊彩赢咧。我之前毋捌想过阿辉嘛要来 CP 营业，你毋捌想过？CP 营业？无呢，无要安尼呢。无啦。不行叫 CP 营业。就讲无啊，是咧。凊彩赢啦。凊彩赢啦。什么 CP 营业大将参赛？有先讲甲我讲，你刚刚花一行伊里，就有 CP 的感觉。都会啦。我讲无啊 ，OK， 我讲无啊。你讲那无中啊。我，伊甲我讲是，我讲我感觉是无。你讲但是感觉是我唔知。对，你讲上讲有我才剩下。我才剩下啊。对啊，剩下的真正是甲伊剩下的是讲，安尼即摆即摆我讲一句话，安尼5000块吼，安尼。继续剩下啊！讲敢要国行过共款。袂歹吼。伊头遐开始放啦，人迄
卖 CP 的，佫会使斗100万的，毋知。就是讲真可惜啊！就是讲 CP 营业同钱要去迪士尼结婚讲总钱总100万安尼，讲到人无伊啊？我无对着，你无对着，安尼无对着，无要紧，无对着上好。对，对，对，等下想这电脑唔好，无健康，吼，看来你卖去甲几百岁哦，对，那看爱去挂心脏科，安尼哦，系啊，血都会塌掉，还是别贵。毋对，安尼读起来无好看，等下哦，开，安尼应该可以啊。好，我遮嘛咧放炮呢。我对他带听到火鸡伫遐讲，一空要叫耳空，我才知影讲为虾米恁一空要叫鼻空。哦对啊，都 OK 好啊，使甲学啊。哎呀，就是原来如此，无聊的理由吼。对啊，就是通学尔。哎，介绍安，阮今仔是台语的Minecraft。哎，小等就要来放烟火啊！放烟火咯，放烟火咯。我刚才倒计时。哎，我无想过这个问题。啊好，打咩啦？哇塞！不要紧，就直接放落咯。直接放落。我去婚经过，等下好你修。我看卖我应该过3秒外。我的 OBS 面顶有时钟的款，我看卖。我嘛是有时钟，也过6分钟。我煞无到时钟。我看一要靠腰。哦，有人讲歹势，我确着我去确着我的迄个麦克啊！哎呦，哎呦，我想讲，害恁去听着，无声，害恁去听着迄大声，是无声不要紧，想讲去确着要紧。无声甲无声是敢是安尼讲诶？又过来呀！歹势啦！你无啥要紧？啥也无啥？你娘也无啥啦？哎，真正呢？你要本无啥。啊，咱人本来嘛无啥。出事都无啥呢。对，即摆是咧讲啥咧？英语毋是或者啥物 birthday suit 啊？嘿，对，迄工诶穿插，嘿，就无穿衫，我来上尾5分钟。毋是国王诶新衫安尼啊？毋是，有马龙屋。我以前要食个美女。对啊，要食美女啊！啊，无说钱，食上尾一喙呢。加掉，我加掉我家己。啊，讲毋着话，加着字，加着字，啥物甲我加？加向，听啊！我太讲拢是我诶问题。是的啦，是的。想袂到我2024年上尾一工，国公代志听分了。我讲阿辉，你家己讲，毋是我讲阿辉，偷讲一句，迄食 CP 的足欢喜的。哦，我调工的啊，我想讲安尼，伊较愿意甲我倒咧，啊，结果嘛无嘛，嘛无嘛，讲迄句嘛无安尼，我讲加讲的尔。
讲的尔。嘿，讲生笑的啦，互大家欢喜啦，有人爱听。啊，我想起来，安尼讲也袂减一块吧？哎对，迄行过你的迄个会，要想我会想起来呢。哎，要紧，我陪你。但你唔免，这唔免陪我。义气。干嘛呢？有一个放假作家伊挑起啊。哈，熊哦。今日就是最近。无伊讲30号，伊个是未来我学校的教授呢。啊，啥物件？这样，啥物巧起？我传互你看。哦。啊。忘记了。救命！救命！哇，这老师我有看过伊的，我有看过伊的网，伊的册。靠呀！哦，好一摆，更来。无，以后会愈来愈定讲，免烦恼。水啦，咱拢是安尼。气节拢是伫每一遍放送的时阵，愈来愈少。对。对，有道理。对。有影，我还搁伫咧想办法维持。我系看你会当动偌久。我要啥当啊？哦，这个漫画先生怎安尼无伊啊？哇！哎呀，对啊，因为伊就是常常拢是用台语也是华语咧介绍台湾的小食。啊了后就，我看了就，我未来老师无伊啊。哇，这个老师真几工啊嘛，甲看伊画漫画，你没看本顶呢？啊，刚刚有看过伊人呢。但有人会叫你新年快乐。剩1分钟呢。剩50秒。30秒30秒，刚紧。50秒。40秒。我通下啊。我倒下。等，我无确定。来，剩20秒。20秒啊你？20秒。还通下啊？20几秒尔？等。无，我这边是抑个20秒。哎呦呢！我嘛毋知影伊爱等偌。要会好，抑个15秒就会使。10、9、8、7、1啊，6、抓赛5、4、3、棒啊！棒喽！水啦！水啦！新年快乐，耶！水啦！哦，好看呢！有啊！你放炮啊！够切呢！水啦！哦！大家在放一会，你这个大声！哦！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讲一个话。接受新年快乐！来新年快乐咯！继续吧。那就绑。靠，跟咱震惊咁快！哦，遮多特别多，可能特别多2点钟哦。这真正会使放1两钟。那好像放假久啊。因为真正伤济啊！规箱的呢？规卡的。你买老咧种过年的这阵放，还是小过年才放？对啊，我要买才放。我看到有人将水鼓啦，马克瑞啊，客倒来啊，免烦恼。有就好。耶！水啦！讲一个祝福的话好啊。
你要甲放我了吗？不要紧，放大家迄个刚刚差不多就会使。安尼咱即个新的一档，祝福大家迄个身体拢健康吼啊，想要做的代志拢会当达成吼啊，讲啥？看大拢欢喜，嘿，来大趁钱，大趁钱，一人一句，到啥呢？对，啊，话啥？啊，道理好。那感觉有几趴是一只花艺，这一只花艺呢？可能无包好势是？娃娃，无湿水的，嘿，请。啊来，希望大家伫新的一年会当健康平安啊，就是年都有春，拢有春呵。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起大厝。哎哟，是哦，赞哦，讲的哦。可是毋过这是人过年时咧讲的呢。我嘛是会使啊，红包会使包较济安尼。我嘛是会使啊。会来讨2摆红包，袂歹，袂歹。现在大家互我红包。我听讲恁团啊，哇，人帮摸红包。对啊，有几趴是无是水，等下我先写起来。伤远啊，刷去，有淡薄仔济哦。伤济啊呐！哎哟，你拼一摆。安尼，伊这是无包色的，还是安怎？是有诶无色，无包着，所以讲完啊。了解。无包着呢济啦，所以讲无包着应该是摕来背用的吧？对。对，啊无啊，不要紧，我已经拢摕出来。有迄双色水较济，我创诶。啊，水呢？设计过，设计过，对。哦，真好。我头拄就拢咧变济啊。靠气氛。哎呀，有色水，够有形诶。我来，希望明年大家人拢会使伫开车、赛车的时阵，拢会使平安安全。这有影。这是我上大的愿望。嘿，这嘛是大家赛车爱注意。赛车。所以说新年快乐，容易哦。嘿，对，大家拢爱注意安全，无代志上要紧。上尾敢换我啊？无互你讲一趴。对，恁有要翕相无？对。我是伫阿强。这是啥物？宴会。就是徛做伙翕一下相安尼。来。就是伫宴会下骹翕相安尼啊。我甲我拢是收诶。身躯穿诶拢甲烫来。哎哟，烫衫哦。烫衫烫裤啊，小起来。要做骰子牛啊！哎呀！来，等下，我即摆是无共角度，所以讲我过来处理。你会使用 F5。啊，有啊，安尼有啊。好，来，是 F2 翕吧？嘿对。水。有一把花艺。安尼，翕者。这张好。袂歹。袂歹。哎哟，做迄尴尬嘅呢。哎哟，但拢酷咧。这拍伤悬。很慢哦。一拍。耶！哇，小蛋汤破底。这来无？连啥？连啥？加死！来咯呢？连我这。
OK OK，是。好啊，我来讲好大家希望明年大家拢袂拄着歹物啊！哎呦，事事拢顺心。我嘛就希望我拄着歹物啊！我今年已经拄过2-3届歹物啊，实在袂堪字。我唔难咧，我唔难咧，你唔难，因为你已经拄着上大的歹物啊，就伫你最康已经伫控理数已经拄着，所以讲你控理5的数字对啊。应该会家拄着。你讲是伫公司内底吗？公司内底上大项的歹物啊！上大歹物啊！就是恁头家。头家牛。头家牛好，恁头家牛。好，小介绍。好。最近应该讲今年真正是拄着奇怪怪人拄咧。旧年。旧年啊，对，旧年。迄是过去旧年拄着奇怪怪。真正过去啊！旧年拄着会讲高甜啊，会讲人歹话啊，搁啥？江碧丽迄个 CP 营业啊，这无。无就起摩卡油的啦，无就是。CP 营业我无。嘿，完啦。我无。不是你不要紧。啊，个啥？如果我无参与 CP 营业，就你行内底。不要紧。啊，这我做诶。水呢？头拄仔变色诶 Creeper 是我做诶。我感觉我拜六会阁开一届，看2024年发生啥物代志。迄当时我应该阁较侪我演出来。做一届讲出来，若无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我来歌拢经搞我声声拢唱好势啊！有影咧。你是有啥物心事要讲出来咧？足济咯。我实在拄着的是委屈啊，满腹的委屈。但我想到一个代志。你当时有要看恁的楚海行迄次？我无呢，我无楚海。我唔敢。我真无。我唔敢。我是有啦，是应该可以啦，毋过嘛是共款，就是愈放松愈无去一个种诶。我是爱经济啦，所以讲，经济个爱互我一寡动力来做去客户。无想要做啊。若要互相看是小少来看嘛是可以。嘛是会使啦。小看，哇！哎呦，见笑哦！我要死我干笑死哦！哎呦，是啦，你比较合适。讲个干笑死，真实在。而且我无楚海行，我想起了负责互大家见笑。当作无代志诶啊！我真无代，无我代志。三个拍。莫安尼啦，你当作无代志，无甲你搏一棍。我还袂楚海行，哈哈哈！不要紧，后年话你。对，我甲你看。烦的。那你话我呢？对，我会去互你紧张。你开讲新闻讲紧张无？有就好。毋是去互人加油，是互人紧张诶，你想？出过回了哈。真正能放个美女。真正咧。讲到楚海行，我煞想起来，我之前伫咧兔阿爸诶最实在是倒位，看到伊咧推杀会记。安尼遮好。你是讲迄个？嗰是你进前诶上进前诶影片哦。我知，你有一讲有讲，你有看过迄个我进前诶迄个。我知。我老话讲过。对，我知。所以讲，
但我夹这个刀看，真刺激咧，刺激吼。啊，这个啊，系啊，真刺激。哎呦，你即马对我的了解愈来愈深啊！安尼我会新鲜呢，哈？啥啦？哈，啊就已经看过啊。哎呀，就看你现头，就真正看你现头无咧。哎呀，无啦，是你毋甘嫌啦。哎呀，三八啦，讲遮诶，哎呀，我都上300的啊。嘛对啦，我嘛变做，我变做这款的啊。我互我传歹去啊！这个乱子，无啊，本性安尼啦，本好性啦。出来呢。本性哎，啊，等下我夹袂着，啥物夹袂着？夹袂着迄种，哇，烟火，啊，这就是阮四个人诶，也无好看。头看一下，佮有几粒？你刚有个就这里吗？刚刚有就这里啊，有啊，真济呢。放袂了，放袂了。我们老一瓜，放袂我们老一了啊！瓜，你已经放13分，你已经放13分钟啊！你敢知？对呢，13分了呢。一控伊毋是嘛拢安尼？啊对呢。对啊，好啦，若要切掉我来切，要无？这条，切掉吼。哪了？哎，我无加时。哎，对啊，我遮有人迄个新年恭喜诶。哎呦，恭喜新年快乐！哎呦，你去遮送新年恭喜哦，呼噜同学新年恭喜，乌西新年恭喜。哎，对啊，阿婷哪？啥物？什么？啥物阿爸？什么啦？啥物啦？我听做讲你是咧卖垃圾话。切掉，切掉。我不是啦，因为我，哪个讲？无啦，我要铺，我要头我加迄种，我加迄迄种物件了，我发现讲，我加物件伫咧电脑内面。啊。我传，我传伫遮。拄啊，到了界烟火。哇！人讲一下新年恭喜了，就要来无用啊，新的。来困啊！辛苦。安尼咱今仔日是不是嘛差不多？差不多。哦，这个哇，算看到头一条新闻，竟然是日本的配音老师结婚。恭喜！多一个，有人要艰苦啊！无啊，我就要知影，被艰苦啊！神谷浩史结婚，我是讲别的啊！嘿，神谷浩史，神谷啊！系啊！对哦。哦，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呢！头一工おめでとう！哇！我嘛是朋友头拄仔发新闻甲我讲，哎哟，伊结婚啊！雄甲一般人也是甲共款。甲漫画作家啊！哦，漫画作家好啊！袂歹，袂歹啊，应该是袂歹。你是要困还是无要困？无啊，应该差不多吼。差不多。毋是啊，我是讲你是要甲换做日迄落。无我倒日头诶。好，无代志。啥物多好耍诶？无啦，内底啊。你今日名称体啊哟。嘿，体好耍诶。我想讲伊是要困啊，无要困。无。我当然嘛。耶！我看者，这无湿水应该就会使。会使我要放啊。过年时来放遐。会使啊，我想讲过年时算 TNT 好啊。你敢有
你搞 IG？有啊，我 Threads 甲 IG 拢有啊，毋过拢是我私人的啊。毋过若是有找着我是啥，会使试落不要紧，我就知影讲，你知安尼影。安尼买，我想讲，我想讲要 take 你，但是私人的干嘛这无可能。无，这安尼就无法度，会使引起我的。因为你无法度看啊。我过来想看卖，敢要开 IG 啊，类似啊。因为那有贵呢。使啦，有啦，我知影，我拢看，我拢有咧偷偷观察恁两位。伊拢安尼偷偷啦。我咧讲啥？系啊。我知你有追踪我诶迄种，我诶袂重要。拢有咧看啦。所以讲用多一个拢会看到恁安尼。哦。嘿。看卖。我是要讲伊答。敢莫甲大家讲再会啊？那差不多就差不多。好，你若想要继续算嘛，就当继续算。好。我金宝也要食了。已经明年啊，会当食了啊。应该是爱通来食了。这时阵就会使讲，你是要食到民国几年？哎呦，会上食已经食过100年啊！哇，真正是要食到3个几年？有影咧。可笑。个月1、2笔就会使煮饭啊？是安怎？什么意思？月1、2笔会使煮饭，什么意思？有人看无？哎谁？我靠！我咧放炮的要凶，大家钱那遐遮无啊呢，遮定啊。我遮嘛无。遐紧着。嘿。无声，我遮嘛无声，好，真好。安尼应该是差不多啊。好，安尼。搁放，遐香，那遐济。你遐搁有咧放啊？香搁，搁有啊。不要紧，因放因的。很困我。很困阮的安尼。对。咱收咱的，因放因的，互相无交叉安尼。田无沟，水无流。这无效诶。这无效诶，啊！这敢有只伫箱底？原底伊早应该是伊骹遐会生迄个射出来，毋过这样看起来袂。毋知有解啊？啥呐？头拄仔绿地有饲足久诶。我看是哦。伙计，迄个会使甲迄个换时间互留啊。哦，对。搁迄个啥，迄个怪物就嘛会使生。困难度会使改，时间嘛互留啊。我想要看白天。我要看迄个，我要哪处理即地，后壁即地，我要做迄个仓。对呢。我仓园做了，才来休困。这病。我煞袂记迄安怎拍，小等者。了解。迄个 day night 有啊。时间互留。太无效。但是讲这个，我看者，应该是无法度看。你我本来就困难。好，先歇。我先大家睡觉。再会。再会。我知，sorry，我知安怎。
大家蛮好过年的，迄是伊都慢慢大家好好，大家好好过一年，过10年，过100年。好，食到1002岁。哦。哇，安尼阿慧嘛先跟大家讲再会啊。嘿，我嘛差不多。OK。哦，安尼我继继续来处理。会使。哦，我一定恁起床的时阵看到应该小可无共款。哎呦，哦，较好你。小可无共款啊，无真多啦。我嘛袂讲我厉害，豆豆来就好。新年的较好你。新的设计就对。无啦，就做餐园尔啦，无啥。安尼，阿慧就来跟大家讲再会啊。嘿，我嘛差不多，这嘛要来收一个。好，无问题。好，安尼感谢大家今日来阿慧，这个算是下年啦，就是算是甲迄个 VTuber 好朋友做伙来上 Minecraft 安那下年安尼，嘿感谢大家来捧场哦，真感谢大家伫迄个2024年的陪伴吼。开地，啊，做期待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做期待新的一年，袂记你关迄个。期待新的一年吼，大家才多多指教。等呢，耶！多谢大家。哎哟，阿修罗来吧，欢迎。安尼，今日甲大家讲再会。咱后摆是啥物时阵？后摆是拜6对无？咱来继续算了甜点。就拜拜哦。好，大家量早休困，吼，要食饭诶，要安怎，要困诶，好。拜拜。